025第25回游九仙山桃源洞拜访广成子大仙，济公活佛降，岁次庚申年5月廿3日，1980年7月5日。诗曰：人生如戏好登场，演技超群手足忙，观众哈哈鼓掌笑。剧中人散泪茫茫，祭佛人生舞台，喜怒哀乐，悲欢离合，每一个人都担当一个角色，而且演技精湛，让观众看得目瞪口呆，鼓掌大笑。一旦剧中人散，在那后台又有多少辛酸血泪，无人知晓。这一场戏实在演得太痛苦了。每一个家庭中搭配了男女主角及老幼配角，不必剧本，每天在演出人生悲喜剧，有一天休息了，二脚一伸，没能力演戏时，子孙就地将你抬出戏院、家中，让你在荒山野外自演独角戏，你这个红极一时的名演员，从此名席人没了。后起新秀，子孙个个玲珑活泼，他们在得意时，你的影子早已消失在他们脑海中，看透了这场戏真是让人伤心。老衲劝你不必悲伤，从今起不必再演那些爱情悲喜剧，我们演一场神仙大会串，最后各个成仙成佛而去，不是皆大欢喜吗？扬声准备上莲台，我们今日神游天堂，有新的境界，好好把握这个良机，立功立德，将来好戏还在后头里。扬声遵命，但愿这场戏演得生动精彩。祭佛神仙演戏妙不可言，戏中还有戏理。我们现刻上莲台，一路往天界而去。扬声有何感想？扬声坐在莲台，心中舒适无比，这都是恩师的提携，才有今日这份厚福家园。但愿这个莲台不仅我乘坐，希望众生心湖之中不栽植朵朵青白莲花，每个人都乘坐他自己的交通工具，达到他向往的清净快乐天堂。那么我们今天所开辟出来的一条大道，游记中介绍的种种奇观妙景，他们才能身临其境，一睹天堂玄妙的风光。祭佛，你说的是，如果只是我们师徒来此观赏天堂圣境风光，总是觉得太单调无味了。扬声刹那之间来至此的风景美妙，花木扶疏，奇石罗列，灵气氤氲，好像云雾般袅袅上升，好一个绝地胜景。前面时必刻有九仙山、桃源洞，不知此地是何处，何谓高真仙居？祭佛，这里是广成大仙所居，我们前去拜会。扬声，好的，沿路行走，如在山间，溪水潺潺，绿树成林，清净凉爽，是一个绝佳避暑胜地。关键洞内设备尽是天然之物，石椅石桌，洞中还有泉水下滴，石桌上排焖了各种水果，都凡间未曾见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殿中坐有一位高僧，莫非就是广成子仙翁？祭佛，正是，快向前参礼。杨生、余生参驾广成大仙。今日随祭佛恩师来至桃园圣地，请大仙教化指导。大仙，杨善生今日来此，我心无限喜悦，先赐桃园妙果吧。不必客气，命仙童捧呈杨善生与祭佛食用。仙童遵命。请祭佛，杨善生食之，可以化解暑气。杨生，感谢大仙及仙童，我不客气了。味道胜过骊山的水。果，人说人上有人，我言山上有山。九仙山的仙果绝非凡品，时来气味甘甜芬芳，不知其为何因。大仙，仙果栽种的地方，水源清净充足，空气良好，没有尘埃、污染及毒虫侵害，生长一任自然，更无风雨侵袭或炎日曝晒。仙境又布满灵气，所以仙果在此良好环境下成长结果，自然气味不同凡响。人间最佳水果，不常在闹市，一定也是在最清净环境山中长成。人类生存在清净无欲无染环境中，它一定也能长生不老，成为一位超凡仙人。杨生，大仙说的甚是，一个清白的环境能使一个人无欲念烦恼，他的身心也如仙果一般，甘甜可口。这张桌上有一只蟾蜍，竟坐在那里，两眼向我直视，不知其是何意。大仙，蟾蜍为月光精华所化，是太阴之灵，这只蟾蜍为神物，以呼吸灵气为生，是我得意弟子，道行高深，亦即鸿生之元灵。昔鸿生认真代天宣化，为普度众生工作而努力，后日道成天榜留名。祭佛，人类的生化各有其来源，许多真情异兽皆为神物，他们的灵气超过凡人100倍，所以能够高明配天，深厚配地。世人当勉励自己，不要徒具人身，而没有半点善行，岂不丧失了人格，后日将投身哪里去呢？人往高处爬，你是否正往下流呢？点破了众生源头，每一人都是由天地灵气的运化而生，应当珍惜这点真灵，切莫让灵气消散，再变化形骸，失去了宝贵人生。今日拜访大仙，就此结束，感谢大仙指迷，告辞了。杨生，恩师催促回堂，所以只得拜辞大仙，感谢大仙赐果及给我开导。大仙，我亦不多留，但祝二位顺风。杨生，我已上莲台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祭佛，圣贤堂已到。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加26。026第26回游大成殿拜会至圣先师孔夫子。
济公活佛降，岁次庚申年6月13日，1980年7月24日。诗曰：复兴文化赖鸿儒，陋巷蜗居德不孤。端正似非诚至圣，最消何必念南无。济佛，现代教育普及，幼童及进入幼稚园接受心智启蒙，进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留学，可以说半辈子不离书本，可称为十足的学者。书中文字几乎朗朗上口，正笔亦可及书，究其用处，只为功名利禄，若问济世利人，恐怕办不到。书籍中古圣先贤行止遗训，仅作课题问答之用，无人效法之，岂不便为白读书生？更有甚者，书读越多，脑筋越尖巧，钻法律漏洞及犯法技术也越高明。读书本望尽得修业，如今却变为发财事业，令老衲感叹万分。愿世人将课本当作道德经，切莫视作生意经。读书求学，只在充实学识，提高人性品质。若仅沦为谋生工具，把书本当作钞票，那就太不值钱了。若将知识作为犯罪技术，那就成为斯文扫地了。今日我将带贤徒杨生灵游圣境，杨生准备上莲台。杨生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济佛，师徒乘坐莲台，一路乘风破云浪，直向清净圣界飞行。凡尘俗境，渐渐抛在身后，消失匿迹，已到达目的的了。杨生，今天像这个地方，景色迥异以前所见，到处都是文人打扮，气质颇为超尘脱逸，有些正在吟诗散步。济佛，今天所见是儒门圣境，前面是大成殿，我们前去拜会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吧。杨生，好好。今日荣幸来至儒门圣地，一睹杏坛风光，实在不虚此生。前面大殿上书有大成殿，四周清洁，一尘不染，两边有儒生学士打扮着，示意欢迎着我们。随着恩师背后走向殿内，中殿坐着一位老者，两边还有门生陪坐。殿内设备古色古香，笔墨砚台整齐排列，橱中书卷更是琳琅满目。中殿老者就是孔夫子吧？济佛，中位坐者正是儒门至圣孔夫子，两边陪坐为四配使者。杨生快向夫子行礼。杨生，遵命。余生参叩至圣先师及各位圣贤，其能指点蠢愚。夫子，儒门有幸，杨生赞儒。杨生名字，身历鸾堂杏坛，执圣笔著作圣书善典，作醒世之木铎。我老夫在天之灵，甚觉欣慰。儒门虽不与怪力乱神，然鬼神之德胜乎宇宙，历劫不灭，故我并不讳言之。盖世人不知生，焉知死？我恐世人舍本逐末，不善事生前，只求死后，
故对弟子训示有关鬼神之事，皆不以明言之。忠恕之道，及慈悲之教，克己复礼。不为人道，人性合天，不与天，而天道得之。生死之事，自然可以操之在我，故又言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人如能率性做事，不违背人伦道德，却守三纲五常，即合于大道。既善事生前，死后自得善的，故曰生而顺，死而安。可以回复。道宗教家所指的安静快乐世界，亦即我所说的大同世界。反观今日儒门，教导学生注重文凭，以作谋生工具，至于品性、道德之熏陶，每有当作副科看待，所以世人曾自言饱学多奸巧，愚人反正直。我愿世人读书，除充实知识外，做人做事的道理，亦要明究实用之。否则，即学识作巧言令色，行奸未巧之举，功名反足于毁灭。自己前程，社会上所发生种种弊案，足以证明行施巧计者，上天亦回于巧报。杨生先师不愧为万世师表，对世上儒生关怀备至，故以德配天的道贯古今，亦语称颂赞扬，实贤不足。夫子之言，犹如荆轲、玉律，余生当奉为座右铭。请示先师，儒门徒重在修道方面应如何进修，及其成果如何？向先师及先儒们，今天享有这份天爵，逍遥自在，余生甚未尽目，不知如何学习呢？夫子今世之儒生，为应付升学考试，日夜恶补，脑海浮满文章数字，观其待人接物进退礼仪，显得僵硬陌生，故有人讥称为书呆子。在学者若有此情，尚可原谅之。一旦离开学校，出于社会，应当将书本中的圣贤教训应用于为人处事间，做到温良恭俭让及远离是非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一日三省，修身养性，虽无出家求道，实以行道，其利身社会。清廉不贪，正是书生报国本色。更者，有教无类，感化世人，则大成至圣之天早已安排其位，一旦生事，至善圣域，可以让他来此逍遥，不受轮回之苦。杨生原来如此，儒门修道，以正是非而免罪，实与佛道无异。而且注释修炼，更切实际。既佛能够省去是非，便修成一个正人君子，他就是清高自持的人中人，尊之曰圣贤，也是仙佛的别名，在世界做济世利人的工作。他的性灵与天合一，所以今天在这里的圣贤仙者，在世间都有他一番谋世人福利的事业。杨生请示夫子，您的弟子们能够视力身测，是否可以示知他们在天界的生活
夫子，可以。弟子们因能够受教不二，心与我合一，奉行无道，所以今天能够在灵域中相聚，自非偶然。我有4配使者，72贤人，3000弟子，及数不尽的学人和奉行我的教化的人，他们都能归天灵聚一堂。儒者不惧宗教仪式，且无神秘感，但若能生气无道，正心修身，克己复礼，教育英才的话，他的灵性自然能够超脱凡界，达到圣界。以复圣颜回而言，蜗居陋巷，饮水疏食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乐。在现代，世人有谁能够忍受这种清高生活，保持儒者本色，做个君子如呢？谁能视富贵如浮云呢？弟子们在世有这种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屈的风度，故谁无宗教戒律，亦可谓持戒，战兢兢，如履薄冰了。生前既有此风度，死后自然能够超脱俗成牵绊，正道成圣成贤。杨生，古代圣贤是这样修法，现代圣贤呢？夫子，现代圣贤为正圣界的人也很多，如殿外这些儒士不乏是现代教师，他们为人师表，一生教育英才，用爱心祈祷学生，不贪不取，身虽寒酸，心却清白，夜以继日做成先启后宫作，桃李满天下，杏坛播芬芳。这些老师生末都能够返回天界，逍遥自在，所以寄望世上为人师表者，不独修身养性身教化人，在教学中当先准备充裕，教学认真，以免领取心经而误人子弟，或为贪图课外补习费。对正常教学不予认真，这样有亏职守，无形中磨损自己灵性，将来下场是不堪设想。此地种满桃李树，每位教师的成绩都可从这里看出。教学认真，品性优良者，桃李满园，气味芬芳。反之，桃李落叶，也无实磨结果。虽然在现代世人眼光中，也许认为此系无稽之谈，但对自己道德良心，总该负点责任才是。祭佛，愿世上的教师都是圣贤的化身，做个万世师表，春风化雨，受益学子都会感恩不尽的，切莫做个误人子弟的庸师。因时刻不早，就此告辞夫子。夫子，既不久留，愿祝如丰盛得更加辉煌。杨生，感谢夫子教义精严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祭佛，圣贤堂已到，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，回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。天堂游记027第27回游西天大雄宝殿拜会释迦牟尼佛。028第28回游南海普陀山聆听观世音菩萨说法。
029第29回由西方极乐世界恭临阿弥陀佛说法。030第30回由三官殿拜谒天官大帝，天官尧帝，火德王天下，上元一品赐福天官子为大帝，武帝嗣。031第31回由三官殿拜谒的官大帝的官顺帝，土德王天下，中元二品赦罪的官清虚大帝，武帝武嘉27。027第27回由西天大雄宝殿拜会释迦牟尼佛，济公活佛降，岁次庚申年6月念9日，1980年8月9日。诗曰：佛法西来一字无，全凭心意用功夫。眼藏正法拈花笑，苦海慈航化俗语。即佛法西来，度化不少顽痴众生，加以中土人性淳朴，佛学劝世意义与中华固有文化不谋而合，故能接受外来宗教，互为融合，发扬光大，成为世人精神信仰中心。今日修佛法者甚多，广行慈悲教化，做济世利人工作，必益世道，人心至具。历代佛门圣僧辈出，我亦是佛门一僧，罗汉化身，出家出了自己，小家到每一个众生，大家化度有缘，可为众生而出家。一般出家者，遁迹庙寺，不见人影，由大家社会进入小家庙寺，自了生死，算是孤独汉，不能做个万家佛，实在可惜。老衲今日将带扬声赴西天拜会世尊，恭临说法。扬声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。即佛大雄宝殿已呈现在眼前，我们向前礼拜世尊。扬声，雄伟壮观的大雄殿，像凡间的大寺庙，许多身着袈裟的僧尼来来去去，其间还有小沙弥，一副天真模样，正向我们行礼。即佛，这里就是西天佛国，一片清净无尘。扬声，闷的琉璃宝石，闪闪发光，气氛柔和，可闻檀香味道。是尊正坐中央，法相庄严，全身闪烁光芒，旁边还有2位护法韦陀，气势磅礴，令人有神圣不敢侵犯的感觉。弟子敬参世尊，今日随师来至三宝殿，心中无限愉快，请世尊开示佛法。世尊，扬善生免礼。佛法东去，广度有缘，历朝不衰，慧命永存。端赖佛徒舍身护教之功，无佛时堪告慰。今执末法，万教齐发，而佛法传布世界，皈依佛门修学者亦日渐增多，足见佛法有利益于众生。凡皈依佛门，经守戒律，终身不渝，修至明心见性，皆能按果正位。扬善生身为鸾门使者，对佛法亦至诚修学，实为善之事也。鸾门普传圣贤真理，正服佛教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之旨，可谓末法中之正法。如来现身鸾门，
应化广度众生，开方便法门，修无量之功德，人人当学之。扬声，世尊之言甚是，据弟子所知，是上佛门弟子毁谤鸾门之声甚大，是鸾门为外道邪说，令人痛心，不知世尊看法如何？世尊因现执佛教末法时期，离佛已远，末法众生虽深具善根，而无慧根，故学佛修道，不能博贤群经，做客观之探讨研究，仅是佛学独一专科，其他科目他教经典，不屑一顾，在主观见解下造成偏见，不能将他教称为有教，而口斥彼书为外道邪说，佛口喷血，徒手杀生，实令无哀叹。佛有84000法门，鸾门供奉古代圣贤仙佛，堪弃佛心，清心守戒，净念经咒，成岛上界圣灵下降，香云所至，清净众佛菩萨美感其成，降临说法示教，启迪有缘，广度迷津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奉行5戒，力行10善，一心念佛，佛必来应。故佛力所至，鸾比积疏，妙比生花，说法度众，实属合理易行。愿佛涂没其他佛，自允慧根。源于众生慧眼蒙蔽，仅眼见指经，声闻人说，故出谤言。一道光芒，便可触动灵笔挥书，若以我视之，却未有感接通，念佛智也。若不信之，佛徒朝目诵经持咒，岂不也是邪魔外道乎？扬声，世尊不愧为世尊，您的说法让世人尊敬，世间崇敬者公理。各种宗教只要不违背善良风俗，有益世道人心，皆为正教。佛为世所尊崇，以慈悲为怀，平等为交，视众生如一，四生六道同位。三世眷属，皆具佛性，亦是佛身，若轻视同胞人类，名为学佛。实以为佛，不知世尊高见如何？世尊，佛法包容一切，故曰佛法无边，外教如外围袈裟，修行者穿之，正护佛体，焉可弃之毁之？大地众生，各尽天职，供养佛命，岂容践踏蹂躏？凡排斥他教，攻讦外人者，皆源于私心、妒心、嗔心未灭，佛口吐火药，杀伤几多人，原与屠夫无异。佛前所供鲜花、水果无非外道众生苦心栽植，出于外道众生之手，佛岂弃之？实令佛感动，而起慈悲之心。佛门僧尼11住行何人供养？何人制作？愿佛门僧尼速放下屠刀，莫再宰割得世善友，以免自堕无间，苦报无尽。扬声，世尊功德无尽，如来大中，心性无偏，为度一切人而说一切法，不偏不倚，正服众生心中所需，弟子顶礼再拜。世尊，我有正法眼藏流传天下，犹如金刚不灭的悟者，皆成佛。
道：阳生是否涅盘妙心？世尊，是也。实相无相，当前即是。阳生目前视之即是佛，反观之后却不见。世尊，生此佛土，遍地是佛，离此佛土，是以为佛，如若不见。以镜自照，可以观之。确认自己与佛无二，心行相应，不离。这个自然成佛。阳生实是。我观佛陀额前一粒红痣，是何意义？世尊，生来具有，死后不去，独来独往，不争不避，此系佛眼。以此观物不偏，以此观己则中正，不在左右，独一无二，灵山。上之一盏明灯，由此明心见性直入如来的，故言正法眼藏妙，不可言。即佛，此眼能洞观3000大千世界，大如须弥山，小如伊沙素。所谓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。阳生出家僧尼大德顶上戒记，是何意义？世尊，烧八有香味，点出佛性来。僧尼头上受记顶上开花，此系佛头，要光源，才能结成波罗蜜果。受戒者若违反正道，则戒既不能生出菩提苗，无形中常出罪恶根，便为鬼头。若此，西天佛国自然难于相近。阳生原来如此。佛之扬眉顺目，一言一举，都是佛法，不可思议。请问世尊，只是当今修学佛道者，如何才能有成？世尊，要做一个正信佛门子弟，必要有下列的修持方法：信佛是真，信即不假，信他人无异，三者相信，亦合理。信者得救，信者成佛。解悟佛法，不作文盲字障，由解经而解心，若只解经文，不解本心，如系宝入牢笼，身虽宝贵，实等囚犯，焉得解脱成佛？解开贪嗔痴三毒，使可心生俱净，遁入佛土。行信解即作，不行若无，修道贵行，故曰修行。行者风范清高，独行者谓小道，群修者曰大道，故以一己之行，度化众。身同行，使弃慈悲之旨，不作自乐汉。正佛有84000法门，凡有诚恒之心修持，皆可成就。各修各有验证，禅僧居士实修实证，他教他法，各修各证，切莫起分别嗔怨毁谤心，以焚丧自信功德，灭却慧根，如数打行人，业谢果落，因欲伤人，必招自伤，故谓举火烧天犹自烧。切记上4点足作参修之本，而当清净3业，以了3世因果。身业身不履邪径，不染恶习，不任伤身，即不杀，不盗，不淫，则身业清净。口业口不妄言，起谤两舌恶口，则口业清净。意业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
则一夜清净炼尽3业外，还要动行6度法。布施看见一切众生受苦，心生慈悲，以人逆己逆，人饥己饥。精神布施所能，使苦人得乐，迷者受益。布施分有3种：一财施以金钱、物品去帮助穷苦者，改善他们的生活；或出资捐款印刷各种善书、经典劝化度人，以改善众生的心性。二无畏施凡对痛苦的人，用温暖爱心加以安慰。遇人困难，施于援手解难，使受苦受难者心中得到平安，没有恐怖感。如对寺、庙、佛堂等献出劳力清扫维护，或对毁谤正法者，能以无畏精神伸张真理感化之。三法师以自己所学领悟的佛法真理向世人宣说，使众生同沾法语，转迷成悟，学道有成。持戒严守戒律，使能速出端庄法香。持戒才能使身口意清净，不犯恶业。当守5戒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其他奢华歌舞，令人目迷神乱，香烟等亦当禁戒，以为心生清净。忍辱修道途中，阻碍必多，遇挫折毁谤，不怨不怒，有忍化数，心自安之。外忍饥寒，内忍七情六欲，如此道志不馁不畏困难，学道度人必能成之。精进佛海无边，道山高远，学无止境，真理研习不可停顿。若有过失，遇人指点，立即改正。凡对众生有利益工作，当仁不让，尽力去做，精进不怠，彼岸自达。禅定还要修炼成佛，必须寂静其心，以免散乱。要普度众生，精神须有特别训练，所以禅定冥想才能生智慧，遇事使能有定力。智慧修行者之心性当具有最高的智慧，博贤群经，远大学识，历练世故，可以辩才无碍，圆通万事，度化众生自然方便。修行者本身亦可避免堕落魔障之中。扬声世尊详述佛法，却为修行指南，弟子受益良多，叩谢之。世尊，世人若能遵照根所述诸法修呆，定能成佛。扬声因时刻4到，今天闻法就此结束，拜辞世尊。世尊，善哉，愿佛法普传世界，众生同沾法语，出苦得乐。祭佛，扬声上莲台。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加28。028第28回游南海普陀山，聆听观世音菩萨说法。济公活佛降，岁次庚申年7月初9日，1980年8月19日。诗曰：紫竹林中观自在，白莲座上现观音。普陀非远心头视，菩萨心常体内寻。祭佛
世上崇拜观世音菩萨的人很多，因为观音一副慈悲法相，给世人和蔼可亲的感觉，如家中老母，所以有家家观世音之美称，故又称观音老母。拜观音也就是拜老母。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再来，无量劫前早已成佛，号正法名如来，故亦称观音古佛或南海古佛。他闻声救苦救难，无处不现身的宏愿，也是让人尊敬崇拜的主因。世人要修成观音吗？请行菩萨道吧。今日我带扬声游南海普陀山拜谒观音菩萨，请其开示佛法。观世音菩萨昔日在南海普陀山紫竹林成道，今日所游乃是在西天的化境。扬声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，南海已到了。扬声下莲台。扬声，前面为何有一大海？我们如何渡过？祭佛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座莲台是从淡水中长大的，如要渡过大海，海水性咸，莲花浸于苦海之水，恐会干枯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扬声，我们是踏海水，看是否会下沉。祭佛，对了，我先试试，你在这里稍后。扬声，恩师双脚踏于海上，果然神通广大，如行船一般，不会下沉。祭佛，你看我如何？我这双脚是万能的，陆上、海里、空中通用。扬声，你学学吧。扬声，我道行不够，不敢试试，恐堕落海底。祭佛，无妨，有我在此，可以随时搭救。扬声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一试。哎呦，不行了，我要下沉了，恩师，快救我！祭佛，不必怕，我拉你上岸。扬声，幸好恩师搭救，不然恐怕已沉下海底，作为鱼群的点心。祭佛，不必害怕。扬声，请问恩师，您为何双足踏水不沉？我则反之，是否可以告知秘诀？祭佛，你想知道，我也就不保留传授给你。你看不会游泳的人，他在游泳池中不会下沉，他一定带了救生圈，救生圈灌闷了空气，圈中空然无物，所以才能上浮。既知这个原理，当你踏在水上时，自念为一粒气球，升空无一物，自然漂浮在空中。不信可观竹筒、气球、铁桶等物，只要中空不泄气，抱元守一，不动一念，则不会下沉。扬声，说得有理。我知道了。祭佛，这表示一个人活在世上，不可贪执世上形形色色，否则容易坠落六道轮回。如能放下一切，不为世俗之物情爱欲所累系，将我自身充满一股浩然正气，则身如气球，不为物类牵引导致堕落，自然可以飞升天堂。如今我四大皆空，
水也装不住，所以就没有沉溺的危险了。人若能一尘不染，是水物如浮云，自能行水如云，超脱苦海，不再轮回了。扬声，前面来了一只小舟，好像帆船般，不知是谁呢？祭佛，哈哈。观音大士已驾来慈航，他已知我们师徒在此世道，所以来此迎接我们。扬声，这只小船靠岸边，里面果然站立着一位白衣飘逸的观世音菩萨，相貌庄严，慈容可亲，与我定中或梦里所见相同。今天真是幸会，弟子参礼观音菩萨。观音、扬善生免礼。我在普陀山上紫竹林中，闻你们谈言要来。我处一游，慧眼观之二位在此世道，故特驾慈航相度，为二位上来吧。扬声，好的。这只慈航为何不大呢？观音，只渡二位而已，太大反而不方便。如乘客多的话，这只慈航会自动增大。凡是想修身学道者，若他们道心不退，有意逍遥佛土者，只要一呼观世音名号，我就现身在他旁边，故慈航广大无边，可度尽天下一切众生。扬声，大士慈悲，法门无边，实是众生之福。观音，我将起航，扬善生须把握拨弦，因速度如飞，一失手便跌落海中，甚为危险。扬声，遵命。我已坐稳，请大士起航吧。为何此船没有马达呢？而大士却能操驾如飞，真是神奇。祭佛，这不是凡间的轮船，所以不用马达发动，只要大士开口，就能发动。这具马达是装在大士心中，心念一动，马达便不停旋转，所以才称为法船。扬声，真是太奇妙了，心动则船动，心停则船停，菩萨驾慈航，非慈航驾菩萨。大士愿力广大无边无尽，故能到处现身说法，救苦救难。祭佛，这是天上的普陀山，在于西天，我们今日来此一游，听大士说法。观音，众生迷于七情六欲，如深陷苦海，常遭逆境，实乃救游。自取。今日善门广开，佛美从西天降下蓬来，普度有缘。祭佛，扬善生今日来此云游，请随我游赏吧。扬声，满山竹林青翠，空气新鲜，旁有潺潺流水，真是一个绝妙胜地。观音，此系紫竹林之甘露水，甘露流归于苦海，以减轻众生苦味，并作为普度众生之法水。扬声，前面有一个大莲池，开闷了白色莲花，动人美观，旁边竹林茂密参天，围成一个自然洞天，还有二位小孩童在那里。他们是谁呢？观音，善财两女也。
我居此紫竹林中白莲座上，清净无比。但心念众生尚未度尽，所以无时无刻不现身下凡，救度众生，凡持我的名号，如有苦难，我皆现身相助。愿众生身体我心，多行仁义，则你们就是我的化身，也可以随时随地帮助别人。既然合于我的菩萨心肠，那么我的心灵定会与你相通，后日我也定度你们到紫竹林中与我相会。凡修习菩萨道的人，终身不二心，一定能够成就正果的。我坐上莲台吧。扬身，大势飘然之身，霎间飘至白莲花上，其体态如仙女般，出尘飘逸。祭佛，你是否可将大势现实的坐姿与此的景象描述一番？扬身，好的，100%。紫竹林中拂白莲，观音静看水中天。善财两女双边立，甘露柳枝变大千。这样符合吗？祭佛，甚佳。扬身今日既到此的，可多向大士请示佛法。扬身，是的。今日佳机难逢，愿意恭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说法。观音，善哉。当今之世，物质生活已经达到高度享受，以甚戒视之，此乃世人之福，诸佛本当颂助。可是福分大者，都陷溺于酒色财气4大罪恶渊薮之中，故福报者在过度享受，无法节制之下，偏入邪行，堕落孽海，终造成恶报结局，众生之不幸至此，让我亦感伤不已。信经鸾门阐教，维持道德人心于不堕，劝人行3纲5常，修5伦8德，改善社会不良风气，积浊扬清，堪为一盏暗路明灯。我亦常降临各堂，执笔说法度众，劝导众生正信佛法，遵守5戒，学道修佛，以明心性，证得佛果。今日扬善身来此，我无限喜悦，愿带你访问已修成菩萨果位之菩萨。扬身，感谢大士提携。观音，随我来吧。扬身，大士轻飘如云，霎间离开莲座，走路如行云流水般。哦，沿路青山绿水，不愧为仙境，来向此的前面有许多精舍。菩提树下有僧侣在那里打坐，另外一边树下也有一些带法者在那里禅定，一副忘我模样。观音，这些菩萨都是在世修菩萨道者，成道之后来此进修。不论出家在家，只要学习我的精神去修持度众，定能有所成就。扬善身，你可访问他们吧。扬身，好的，请问这位菩萨，他是位穿袈裟的僧人，面容慈善，光头椭圆，闪出亮光，尤其受戒继位更射出强烈的光芒。您如何修成今天这个道果呢？智光，我法名智光，生前出家皈依3宝，
请礼世尊，行菩萨道。我觉得修佛学道，主要是在济世利人，出家并非枯守三宝殿中。皈依佛法僧是要学习其真髓，作为实践的借镜，因此我修持中讲经劝化外，放生、济贫、赈灾等慈善工作，尽力去做。内心的修养，参禅打坐外，对观世音菩萨犹未礼敬，同修僧加若有疾病痛苦，亦尽心帮忙相助，代为解困，使他们都能体会到佛家慈悲精神，更坚定修行信心。修道过程，我亦经过无数次病魔打击及精神恍惚等逆境，但自知业障未消，必借此消磨。在痛苦中，我仍一心不乱，力持坚定，一生行善修德，广施佛法，感化不少众生，终于修成菩萨果位。在此常恭闻世尊及观音菩萨说法，并在进修，以其证得更高果位。愿世人修道，切莫自私自利，怀抱菩萨心肠，多帮助世人。当你付出爱心慈怀时，你的心肠已化作菩萨的心肠，久之，此心相通，此常无阻，自然成就菩萨果了。扬声感谢智光菩萨的说法，以大悲的心情助人，就会得到大喜的果实，因果丝毫不差。再请问这位菩萨，他戴法，但头上佛光四射，且身香高贵，气质非凡，您是如何修成正果的呢？慈物，我是在家修道的女居士，因先生是公务人员，所以孩子长大各自立业后，一生清闲，经一位女同伴引进，到佛寺皈依三宝，成为在家居士，自此勤研佛经，并持斋念佛、打坐，智慧大开了，悟人生四大假合，唯有佛性是真。所以常不施金钱印刷经书送人，遇有贫困，尽力解囊相助，因家地开中药行，亦吩咐免费施药，药费由我垫付，一生善行不计。积功果德，勤修心性，气质稳重，不犯诸恶，终于修成了菩萨果。扬声在家菩萨，接近众生更易，尽心尽力，发挥菩萨救苦救难精神，终于有成。宋贺之，再请问这位菩萨，一身朴素灰衣，光头圆满，甚有福德相，不知您如何修成正果？得人，我是在家修道居士，我受朋友引进拜师学道，由师受记之后，了悟人生真理，以度众生，亦参修儒道，发觉其中妙理与佛典无异，所以平生不排斥儒道、道德经、清净经、四书、五经等，皆前言默化。所以常与道家修士谈道，举凡修身养性之书，皆详加研修，亦曾瞎练八段锦、内外功等，一生乐道为善，广度有缘向善，济贫救世，更是尽力而为，所以修成菩萨果位。扬声听罢菩萨一番话，觉得此生修道是非轻，
不论皈依哪一个宗派，济人利世是一定的功课。没有这种助人的精神，也显不出他的慈悲心肠，要配做菩萨也就没有资格。一位不肯帮助别人的人，他应该是自私自利的吝啬鬼，他的心肠窄小，只装在自己肚里，无法通达无限的境地，所以他的成就总是有限的。继佛扬声说的是，愿世人都拥有一副好心肠，才不会生癌腐烂，那才是吃不完的。今日就此拜辞大事了。观音，时刻不早，送二位回堂，欢迎长临。扬声，感谢观音菩萨慈悲度化，告辞了。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继佛，圣贤堂已到。扬声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加29 029第29回由西方极乐世界恭临阿弥陀佛说法。济公活佛降，岁次庚申年7月念6日，1980年9月5日。诗曰：无尘落的一身轻，净土情培方寸根。果满公园归极乐，天边海角任游行。继佛，处处可闻学佛修道者，到底学佛修道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依老衲看来，这并没有什么，问心而已，心如能无愧。我看接近佛不远了，离心即无佛可寻，如一寺中空无一物，自不能称为寺。人生中若无心，焉能成为人？所以愿众生是一个有心人。心可变化多端，一个制衣师傅可以制成千奇百怪的衣服，人心即师傅可以将自己面貌身形变化不同，要变佛变魔都是随心所欲。每一个人都是魔术师，你要耍什么花样，走什么脚步，变什么把戏，任你变了。老衲希你变好人，变神仙，变圣佛，却莫将自己变成魔鬼，让人畏惧讨厌，那么你就太傻了。变好变坏由己一手造成，到时后若把自己变成地狱鬼怪，或变鸡鸭牛犬，一照镜子，吓了一跳，怎么变成这副模样？那时只怪你手法不高明，变错了。听老衲的话吧，本来面目若走样，请赶快变回来，否则一旦变未成品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今日我将带贤徒扬声游西方极乐世界，拜会阿弥陀佛。扬声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继佛，已到了。扬声速下莲台。扬声，哦，来到此的闷的金银琉璃所铺，还排列着一重重整齐栏杆，树林罗网均非凡品，各闪出亮光，是人间所未见的绝景。继佛，西方极乐世界为阿弥陀佛所居之处，这就是极乐国土。七众栏笋，七众罗网，七众行树，皆是四宝周匝围绕。
我们前去拜会佛尊，听其说法。扬声，前面有一大殿，是否为佛尊居处？即佛，是也。前面为弥陀殿，我们前去参礼。扬声，遵命。这里有许多修成正果的高僧及居士模样之人，他们面貌慈祥，口中似在念佛，声音悠扬寂静，令人闻之心中舒畅。即佛，他们都是在世修学佛道的人，因功德圆满，故能到极乐世界。已到圣殿，我们进去参礼佛驾。扬声，遵命。进入殿内，中央坐着一位法相庄严的佛尊，满身毫光，令人起敬。弟子扬声参礼佛尊，今日有缘随恩师来到极乐圣境，参礼阿弥陀佛，请佛尊指示佛法。佛尊，善哉。人念阿弥陀佛，我却念众生是佛，众生轮回六道，深受苦痛，故我发48宏愿，造就极乐世界，于此化一净土，叫人一心念佛修道，念念不忘我佛，我当接引来此。但若凡业未尽，念佛不能专心，佛自散行，纵有慈悲之手，力若无法相度。故悉众生学修佛法，手必尽业了成，自造净土，否则难以有成。今日喜见凡界扬善深入我弥陀净土法门，特示术语，资作参悟。你有何疑问，尽可说之，我自相答。扬声，感谢佛尊赐我机会。叩问佛尊，刚才您说世人皆念阿弥陀佛，你却一心念众生是佛，我觉得真有意思，请佛尊解释其意。如何？佛尊，善哉。你果然有智慧，众生日夜念阿弥陀佛，望我度他上极乐世界，我日夜念众生是佛，希望众生与我不二，若能体会我意，将尘世化为净土，婆娑世界即成极乐国，我亦想到人间净土，逍遥自在一番。扬声，佛尊所言含有妙意，若人间化为极乐，您想投胎下凡吗？佛尊，只要人间与此的相同，我愿意下凡。扬声，众生都想超生极乐世界，是否为颠倒之想法呢？佛尊，因世人业障深重，痛苦烦恼不绝，故苦业牵绊，即想脱苦得乐，期望我佛加度，以求解脱诸苦，如此叫觉悟回头。若认苦作乐，直幻为真，才是颠倒。扬声，既是如此，要如何才能仗佛引度出苦？佛尊，唯有念佛，学佛一途。扬声，这么简单吗？佛尊，一声阿弥陀，便到极乐国。学佛学得像，与佛无两样。扬声，佛尊说的甚妙，愿再开示明白些。佛尊，念佛出由念念不忘，终至念过即忘。由念阿弥陀佛，念至自信真佛，自久念成佛，先自念为佛，久念练成真日。
后世人自然念你为佛。一心不乱，一言不差，与阿弥陀佛心心相应，故云一生阿弥陀，便到极乐国。既认自身是佛，了悟心性，一念佛则佛现于前，一学足则脚踏净土。众生业重，烦恼多端，出生念佛，吐出苦气，减轻苦业，是为念佛妙处。佛有戒律规范，行仪若能一一学成，并无二样。自证涅槃、成正等正觉。扬声念佛如吐苦气，用以减轻苦业，是一帖心灵治疗妙药。未知众生念佛时，您的感觉如何？佛尊，众生拜倒皈依念佛，以解脱俗念扰心，不起妄念，漏现佛心。此时我心可与念我者相通，三世业主，闻佛名号，恭敬礼拜，我佛即与度化。故虔诚念佛可以消灾解业，净化心性。众生念佛时，空谷传音，我耳如响，佛心感动，定来相助。扬声曾闻念佛可以带业往生极乐世界，是否有此事呢？佛尊，带业往生，非指免去一切罪业。凡一心念佛，任何环境之下，不退道心，可以上进极乐世界，在家修炼，以带业净化身净土。业障不去，如幔遮门，不见光明，我以佛光普照，令其身结心明，一切恶业顿消，已入佛地。此的还有许多修道院、七池、消业所，专为带业者提供修炼之用。带业往生者，系指为念佛前所造之业，皈依佛门之后，一心念佛，忏悔前业，我感其成，自会相度。若仅念佛，再造诸恶业，不知忏悔，所念佛号如云山阻隔，丧失其真，故无法带业往生净土。所以修净土法门者，一是口净、心净、身净，则净土净，还要积善修德，切勿口佛心无佛，须心服佛，口服佛，没话讲。我因观末法众生，沉迷五蕴，轮回六道，加之天运变迁，时代日新，物质兴盛，奢华无际，48宏愿不能了。为普度众生，特开方便法门，劝人一心念佛，简易佛法，修行洁净。众生若还不知修持，恐一失人身，万劫不复。佛本至公，虽开方便之门，若口念弥陀，心如蛇蝎，佛亦不敢近前引渡，非佛不辞，道因自己远佛。但愿世人从今起踏上净土法门，则成业自有落尽一日，万物自弃，毁灭灵根。扬声，佛尊慈悲开方便法门，不少老弱妇孺手提念珠，声声念佛，虔诚之情令人崇敬。据弟子感觉，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应当有更微妙意义。其佛尊在语开示。佛尊，佛无妄言，念佛可以超生
何以能超生极乐？盖念佛可以并去杂念，让心灵安静，所行不背道违规，人在造恶作孽时，口中已忘阿弥陀佛，所以如能日夜阿弥陀佛念在口中，口念心想，久之，心口如一，佛性显露，断恶根，蒙道芽，净土常出。菩提树。念佛可令心神忘记痛苦烦恼，产生禅定作用，故静极定能生慧见佛，精神欢喜，心灵有所寄托。念佛时心中产生宁静安和之气，可以调和暴力不正行为，消弭阴暗念头，还可让阴灵得到解救。念佛正如世间人播放轻松音乐，可令听者心旷神怡，忘记一切烦恼挂挂、痛苦与不安。故劝修道者、病患者、心神不安者，当勤念佛号，定有妙验助其离苦得乐。扬声，佛尊所说甚是，念佛、想佛、知佛、见佛、是佛，念念在兹，不忘佛训，定能成佛。请问佛尊，西方极乐世界妙境如此美好，是否可向众生介绍呢？佛尊，此的非凡，清净庄严殊胜微妙，楼阁阶段七宝所成，众妙真意清雅相结，保持得水荡除心垢。天乐常作不鼓自鸣，不寒不暑调和适宜。衣服饮食应念极致，真奇化情出和雅音。演说苦空无常无我，微风吹动宝树罗网。悉演无量微妙法音，六根清净无诸烦恼。尘劳垢习自然不起，智慧增进深达实相。神通自在寿命无量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。愿代扬善生参观圣境。扬声，感谢佛尊提携，世人常想登极乐世界，今天有缘来此，当一睹风光，才不虚此行。佛尊，西方极乐，人所向往，绝妙景色，异于凡间。扬善生随我行吧。扬声，愿随佛尊行走。前面有一个广大池塘，里面常闷了各色的莲花，美观动人。池边看立一排约七宝池，金碧辉煌。佛尊，此为七宝池，池中是八功德水，池底全是金纱布的，此水为活水，妙用无穷。扬声，为什么叫八功德水？妙用在哪里呢？佛尊，活水又称佛水，八功德水，水性变化无穷。人要往生净土，必经八功德水之沐浴饮用，才能清净。世人若能学此八功德，定能往生净土，且不必再经此八功德水之提炼。八功德水，一沉净人之心境要澄清洁净，无有冲击污秽；二清冷人心要清净凉冷，无有昏浊烦躁之气；三甘美人心要甘愿美好，如水甜美好喝，以广结善缘；四轻软人心要轻松柔软，不可刚硬。此水清而上流，不比世间。
水重而下流。5润则人心不可干燥火爆，多施惠于人，如水滋润万物。6安和人心要安静和气，如水无有波浪，浸润其中，无虑沉没。流失。7除患人心要除患得患失之念。4此水解渴之外，还能解饥，妙用无穷。8增益人心要向上多学，以广见闻，增加智慧，有益悟道。用。此水饮用沐浴，一生清净智慧无上，受益无尽。极乐世界8功德。水妙用无穷，世人如能每天学此8大功德，念我名号，自然净土。有份，不必经此8功德持之沐浴熏陶洗炼。待业来者，必经此法水之炼度，才能过关。杨善生愿意下去洗礼吗？杨生，现在池中已不少人在那里沐浴，素不相识，我不敢下去。佛尊，不必容器，8功德水是洗涤罪业法水，大好良机，切莫错过。杨生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下去了。哦，好凉的泉水，浸在其中，感觉体重一直减轻，好像飞在天空小鸟，沐浴着春风，满身凉爽，轻飘飘的，觉得无债一身轻。这种水太奇妙了。佛尊，你可以喝下几口，一定有奇妙感觉。杨生，虽经沐浴，水质甚清，喝下几口法水吧。喝了之后长度如冰，体内有一股气排出体外，好像要起飞般，轻飘飘的。佛尊，快要超升了，如飞机排气往上飞。世人平常如能修此8功德，定如今日感觉，往生净土无难。念佛信心不二者，若有业障，必经此水沐浴，在这里就是一种修炼。业重者，一进此水，如被剥皮状，初觉痛苦，渐渐转好，必至脱胎换骨，才能真正在极乐净土逍遥。杨生，池中5苞莲花遍布，甚为美观，为何浸在水中的修炼者，四周各布莲花，数量不一呢？佛尊，一声佛号，一朵莲花。人念佛号，口出气力，灵气精液法水化为一朵莲花，所以8功德水原是念佛者之口水法水所积，莲花代表佛号，念越多莲花也就越多。念佛成就者，人作莲花，气动飞升极乐，他们在此修炼时日不一，有者半年、1年，按业障深重而定。如衣服再染，用8功德水，洗衣粉水洗涤，污秽越重，洗涤费时越久，反之则易。在此池中，首先须由痛苦脱苦，转至快乐。一旦罪业洗清，身子上浮，坐于所念现的莲花上的，以逍遥净土，此即所谓净土法门。今日杨善生奉命著书，普度众生，我特谢此真机，愿佛徒参修。
佛经外，当了解净土真义。即佛心净则国土净。愿世人从心地上用功夫，打扫清净，莫令生尘，则自家无非净土，何必远求西方极乐呢？念佛，学佛，自然成佛。佛徒参悟吧。今日聆听佛尊教义，就此告辞，扬声。起来吧。扬声，感谢佛尊赐我8功德水，一生清净，受益良多，参礼告退。佛尊，净土在眼前，愿世人莫迷方向。扬声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吧。即佛，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加30。030第30回游三官殿拜谒天官大帝。天官尧帝，火得王天下，上元一品赐福天官子为大帝，武帝嗣。济公活佛降，岁次庚申年8月13日，1980年9月21日。诗曰：心无挂碍白云游，淡淡清风作忘忧。流俗追随中下堕，回光万道照高楼。即佛，每看世人心情紧张、沉闷，气氛不佳，所以老衲的蒲扇也。扇不出风来。人的心所生锈，解不开烦忧，每天费尽心神，赚回了金钱，铜板相打，也带来了痛苦。有钱人不见得心情舒畅，许多烦恼往往从钱堆中跑出来。相信世人都是过来人。既然如此，你们为何还执迷不悟，仍然往那烦恼的地方去，拾起那沉重的包袱呢？傻孩子，口袋里捡闷了石子当作财宝，还在那里数一数二，真是天真可爱。今日我将带杨贤图云游著书，扬声准备好了吗？扬声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即佛，著书费尽心神，扬声你感觉如何？扬声，虽然劳神，但能畅游另一个世界也感到老有所获，而且还从这些美妙的灵界中大开眼界，发现了许多奇迹，参悟大道真谛，寻找到自我。天下众生若能借此游记中的记载，去发现自我，追寻理想原地，才不负苍天所望，这一负重担才能为之轻松。不过这都是恩师的提携，才有今日这个家园。即佛，你身负普度苍生大命，今日方能荣因圣直奉旨灵游三界，著作宝典，可谓旷古奇才，正担如来法度，为师同担此命，故能师徒同舟共济。但愿天下苍生阅读这本游记，不要走马看花，应熟记这幅蓝图，好备将来亲临圣境。所谓百闻不如一见，需亲历其境才有价值，否则只是在地图上观光，不是还有一段距离吗？今日我们启程，到另一个新的境界，已经到了。扬声，
前面许多宫殿建筑，庄严宏伟，古色古香，黄金铺的祥云弥漫，阶梯有序，花木奇草遍布四周，看得心旷神怡。祭佛，这是三官殿府，今天先拜会天官尧帝。杨生，好的。随师步上阶梯，声如轻语，不像在凡间爬楼梯。脚步会觉沉重，这是为什么？祭佛，这是真空的境，无业障者才可以进来，所以你来到这里，会觉得身子轻飘。仙真们能够来去自如，无非心轻身静，身子一跃便至千里之外，而且腾云如飞，举步轻飘。是人平时也要练就此种功夫，否则懒得走不动，只好被无常强捉带路了。杨生，恩师说得妙。前面有一大殿，上有紫微宫三字，想必就是天官大帝所居之地吧。祭佛，正是上元一品西福天官大帝所居，我们向前参体。杨生，殿内坐有一位身穿黄龙袍，头戴金龙冠，手执朝天护的圣者，面目威严，旁边还有许多仙官打扮者，正起立示意欢迎。弟子杨生参驾天官大帝，今日随师到此，祈大帝悉福垂育。大帝善哉！凡借扬善生能够到天官殿内，已是福大，何必惜福？你奉旨随祭佛云游天界，访道著书，普度万民，我心喜悦。三曹盛会，群仙圣佛共议，瑶池颁一旨，玉帝敕谕旨，三官著即今日始能通行三界，著作天书。凡是天下苍生阅读游记之后，能够改恶从善，修道立德，则三官可以息福，解厄，消迁，故你所负职责重大，今日来此幸会，请坐。命仙官奉明。杨生，多蒙大帝垂爱，实不敢当。大帝无妨，三界内外，唯道独尊，只要勤修大道，力行圣德，则天人合一，圣凡相同，何必客气？祭佛，坐吧。大帝既然有命，我们恭敬不如从命。杨生，感谢大帝惠赐，我遵命就坐。坐下此椅，一阵冰凉，觉的精神舒畅轻松，不知是何原因。大帝，此的为九气之天，一切皆是宝物，你乃凡人，坐下此宝椅，九气流行，故有此感觉。杨生，原来如此，坐下去真不想站起来，虽然不是沙发椅，但有一股柔软感觉。大帝，宝石座椅生硬，坐下即觉柔软，乃是真气运行，应14有生命的活石由钢化柔，起死回生，如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感化成为慈心柔肠般，生命力自然活泼生动。你现在坐在石上，已经人石合一，所以有此感觉。杨生，怎么叫做人石合一呢？大帝，人骨一旦硬化，与石头无异，故曰化石。
人死尘土一堆，故人头与石头本来相同。今你坐在石上，上有人头，下有石头，各吸其气，故曰合一。凡人静坐，下吸的气由石头上吸之，上即天气，由人头灌入，久之气满结丹，产生石子。现客却不同，你坐天上，下吸天气，上吸的气颠倒回转，其中妙理自己参悟。阳身坐在天上观地下，身虽颠倒，心却自在，脚立天，头顶的一点虚灵挂空中，万丈苦海洗污法，是吗？大地正是。凡人脚踏的，仙人脚踏天，圣凡功夫不同，行走天空，行云不下坠者，才是仙佛。世人能够如此吗？若有此超人能力者，已得到果，可观水果不都是高挂在空中吗？世人修炼功夫，应先从看淡情欲着手，双手心在操纵，若紧握不放，提着重情多欲箱子，走起路来气喘袭击，要至就近的，恐已精疲力尽，昏昏欲袭了。放下一切，两袖清风，双手空空，正义可以疾飞，愿众生更上一层楼，看天时的参悟玄妙。心明如镜，性定如水，则天眼一开，心地上可以看见性中天，即明天道，乘风不云，自有路径可循。阳善身用明吧。阳生听罢大地一席话，胜读凡间10年书的文治道，感谢帝恩。上界圣明，亲见杯底，一低头，便见我的面目清晰地浮在水上，如影印一般。我饮下罢，无味但觉清凉，沁人心脾。大地本来面目，真正的你是自性真人佛，入火不焚，入水不溺，今能浮在水面，不致沉溺，足证高真是行云流水，逍遥自在。水中看出真面目，口里饮下本性水，可以洗涤晦气，开通智慧，通神入真。阳生感谢大地开示。大地位居三观之首，请述大地的来历渊源即在天界的圣职情形。大地善哉，愿略述道例，供世人知之。混沌初开，玄黄分判。天地照定后，五老之时又化天官的官、水官三地，以治理天的水三界，考核天人功过，而思众生祸福。我为上元天官，玄都元阳一品，居于子为中宫，主宰众生善恶之极，及诸仙升降之权，号曰上元九气赐福天官，要领元阳。大帝子为帝君，曾化身为尧帝。凡是天界诸真，各星宿等，道果有进步，或天的神知，普化苍生，就是福为有功者，经由我审核后，转成玉帝按功升级。如天界诸真，天地神知有失职责，
或犯过者，如查属实，经我考核后，转报玉帝，敕命贬降。以上所指乃是中下界神之而言，若得道高真，进入无极界果位，不再轮回者，则免受此管辖。再者，人间成道之园林，亦必经三观之考核，使成按公正果。凡人善恶本处亦注集在案，世人要求福远祸，决定于善恶两途。种生如命运多乖，诸事不顺，乃前世造业多端，今世如能在神前忏悔发愿行善，天官可以赐福之。若有孝子发善愿为父母求受其福，孝心感天，天官亦必降福与人。三观本为一体，悯人度世心切，故以赐福、赦罪、解厄济度苦难者。若是人上体天心，下顺人伦，则有求必应。阳生听罢天官述说，知道祸福由人自造，而天官佛心先尝一，心想赐福给世人，真是天心感人。大地天人本是合一，愿世人遵循天理，莫乖人道，则天人合一，可以修至无极境界果位。今日来此，待你参观此处情形。阳生遵命。大地案牍堆积甚多，定很繁忙。大地因现今世人善恶参半，信回心向道者亦复不少，未考核功果，所以圣物较多。但此处各部曹分职掌级，我仅做最后之核定，故神力广大，不慌不忙。阳善生道根深厚，今日来此，愿泄露一些天机。打开案卷，让你观之。阳生感谢大地提携。大地，这是功果黄集册，打开细阅，不要出声。阳生内载本堂孪生修道功果记录。X 年 X 月 X 日某某某参孪以赐武功。X 年 X 月 X 日某某某由某地赶回参孪10功。X 年 X 月 X 日某某某劝人向善50功。X 年 X 月 X 日师资印善书100功。X 年 X 月 X 日某某某忍辱不愿100功。X 年 X 月 X 日某某某见色不淫300功。又见一册内载。X 年 X 月 X 日某某某发善愿祈求父某某某惜福延寿，准增寿半季。6年，某某某发善愿祈求命运亨顺，准予惜福加光。大地大概观之就可。众生须知因果有凭，善恶明正，当力行道。德勤修圣道，一旦功果圆满，可以超生天堂，逍遥极乐。众生如看罢这本游记，回头向善，修真悟道，100年之后，归空道三观。殿父，我将赐以请坐，愿众生勿失良机。祭佛，拜会天官大帝，就此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帝慈惠，加我贤徒。灵光，告辞大帝。阳生因恩师催促，就此告辞，感谢大帝开我慧窍。我亦坐稳莲台，
请恩师回堂吧。大帝祝一路顺风。祭佛，圣贤堂已到，扬身下莲台，魂魄投体，回家。31。031第3一回游三官殿拜谒的关大帝。的关顺帝，土德王天下，中原二品赦罪的关清虚大帝，武帝武。诗曰：忏悔前非种善因，贪嗔痴爱最伤神。须防失足轻灵命，练就金刚不坏身。祭佛，有人说你们都是罪人，我说世人无罪。有人不服气，说我做了那么多坏事，难道无罪吗？我说你既然认罪，我还有何话可说？其实世人无罪，只是是非相加，才变成罪人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世人都去尽力实行是非，难怪变成是非人罪人。人本来一身清白，赤裸裸而来，到凡间穿上俗衣，染得五颜八色，贪是非，爱十恶，把自己的罪疾染上了辉煌一页。世人且不用高语，但也不必悲伤。今日我代扬身拜谒中原二品赦罪的关大帝，求他替世人赦罪，希望世人好自为之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扬身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，今日我们将往三官殿拜谒的关大帝启程。已到三官殿府，扬身下莲台。扬身，我们前日已来过这里，面前分道，另有一条黄金铺的大路，直往前面大殿。在此三官殿府来往高真甚多，而且不少归天的修道士在三官署考察修道经过，显得繁忙。祭佛，三官大帝世称三界公，位次玉帝之下，三曹暗读，必经三官合批，才转成玉帝。世上修道正功的果者，须经三官考核，再分发各天修炼正果。扬身，原来如此。前面大殿有清虚宫三字，光辉夺目，是否为的关大帝所居？祭佛，正是。我们进去参礼。扬身，遵命。进入里面，中殿坐着一位身穿龙袍，手持玉护圣者，壮盛威严。弟子扬身参驾的关大帝，请大帝开示迷津。大帝，免礼。今日你随祭佛来到三官殿，我心感悦，请二位就坐，命仙官奉明。扬身，感谢大帝惠赐，今日弟子有此鸿福，卿业大帝，悉大帝将您之来历及所辖职务述之，彼使天下众生知之。大帝，善哉！为普度众生，天堂、地狱真相大白，的官位普度大地众生，焉有秘而不宣之理？我为清灵动阳二品先天真气所化，号曰中原七气赦罪的官，动灵清虚大帝，清灵帝君。
因众生皆在地上造罪，天心本慈，不忍众生堕落，故地观私舍罪之权。只要世人有改过之心，我自有赦罪之意。阳生，大地实在慈悲，但不知如何赦罪。大地，夷人若犯罪之改，有忏悔之心，我就赦其3分罪，从此之行善事，不再造罪，我在案情一一消其罪疾。2. 今世进入善门修道，一心不退道志，虽累世上有一罪未消，我亦赦其3分。若戒律经言至死不二，道志不消者，我可以赦7分。3. 百善孝为先，若无一中犯错，但对双亲孝顺者，我亦赦减其罪。4. 凡人有心修道，但磨难重重，皆因宿世罪业未消，如能坚忍困苦，不变心志，我自赦其罪，减轻苦磨。5. 凡是人祖先罪业未清，上困冥府，后世子孙能发善愿，行善布施者，我亦可以赦其罪，使罪魂减轻苦行。即佛的官曾分灵化为顺帝，故对尽孝道者特别尊重。中元2品赦罪的官大帝以普度地上地下人鬼未怀，故世称中元普度公。昔世人能修身行善，天心慈爱，绝无有意加罪于人，却是处处为世人打算，故定有赦罪条律。世人如不回头向善，天要为你赦罪，你也无法接受，岂不是无药可救，罪大恶极吗？大帝，我有意赦罪与众生，希众生勿自弃之。愿天下众生无罪。人人都是善人，则的官如天官，只是赐福罢了。阳生的官慈怀可敬，但众生大都天天在制造罪恶，您如何办理呢？大帝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因今世众生福厚，所以人人吃福。不过福分如灯油，终有尽时，如不加油造福，油尽灯灭，灾祸来临。斯时人之元灵，由天官降下的官，落在我手中，但我慈悲，再让其有自新机会，准备为世人赦罪。一生中若浑浑噩噩，不知回头，低头向的官行礼，皆回赦罪状，则死后归于的府，无何赦罪凭据，阎王无法饶赦，自定其罪。我与地藏王菩萨、目连尊者本是一气所化，以普度众生，赦罪拔忧，救苦为大愿，故地观的藏实为一体。目连尊者孝心度其王母，7月15日设于兰盆会，供养十方大德，集资超度受苦父母。地藏王菩萨又有地狱不空，是不成佛宏愿。我化为顺时，孝道感天，故有象带耕田，鸟筑除草之神迹，尧帝因而禅让地位，使上流芳万古。道教之中元普渡与佛教盂兰盆会相同一天，即源于此，希世人参悟之。故世人当以忠孝为本，前
修圣道，死后定能魂升天界，逍遥自在。祭佛，大地慈悲，泄露一段因缘，让众生得知造化玄妙。实在福后，扬声，今日的闻大帝开示，令弟子增广见闻，无限感激。对于大帝赦罪情形，弟子还未能全部洞悉，是否能再详细说明呢？大帝，既有未明，愿再说明之。如某甲进入圣门虔诚修道，但身体多病，精神困扰，常有怨天之言，自觉行善有年，天无加佑，化解病苦。三观察其前世位，一屠夫，杀害生灵过多，晚年虽曾改业，敬神礼佛，但善功不足。此事转生中等家庭，人结善缘修道，奈前世宰割生灵过多，故今世骨肉酸痛，病苦不绝。上天慈悲，暗中正为其消业，所以全身苦痛，痛苦后始觉痛快。痛苦正是消业象征，如能忍耐不退道心，我感其成，定赦减其罪业，令他见复康泰。若受苦难耐，则我欲赦罪亦无机会，故悉众生须有坚强毅力。遇诸不顺，宜自静心忏悔，不可怨天尤人，否则罪业难消。为念及一般去世罪魂，身陷的苦，痛苦难当，除平时常灵说法度苦外，每年7月鬼门特予开放一次，让幽魂外出游玩探亲。后世洋人设宴祭拜，以解其饥渴。道称中原普渡，献诸花果，珍奇异物，幢幢宝盖，亲善饮食，供诸甚众，众鬼皆大欢喜。佛称盂兰盆会，具成百味五果于盆中，供养十方大德，及仗众僧大德力量，以超度过世父母。扬声，大地慈悲，普度阴阳，圣德无量。弟子幼时住于香蕉，家父每逢7月夜晚必设大地神位于宅中，并于路旁点灯照路。据说是供幽魂照路，便于行走，是否有此事？但今工商发达，都市已少见到这种场面，是否会影响鬼魂的行走呢？大地，阴间如星夜，罪魂囚禁其间，阴森痛苦，阳世生民慈悲。为怀7月路边设灯照路，便利幽灵行走，功德无量。今日凡是科技进步，电源充裕，乡村都市夜里路灯通明，游魂已觉路明无障，故住民不设灯，以无影响。所谓10千法1千，即为如此。扬声，大地所述甚是。祭佛，今日拜谒大帝就此结束，准备回堂。大帝，奉送二位。愿苍生多向善修身，切莫向罪恶深渊中污染。好使我不必再替众生赦罪而操心。人非圣贤，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如能忏悔昔日之非，我愿还你今日清白，赦你无罪。愿众生把握良机，莫待一失人生，万劫难复。扬声，感谢大帝金言，
拜辞地驾。祭佛，圣贤堂已到，扬身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。天堂游记032第32回游三官殿拜谒水官大帝。水官大帝，水德王天下，下元三品解厄水官大帝，三王二。033第33回游忠义殿、孝子殿、岳飞。034第34回游阴阳界官人归天情形。035第35回游三界御八仙官妙法。036第36回瑶池宫中开盛会宴谢群珍，老母褒赏扬身庆祝功臣。32。032第32回游三官殿拜谒水官大帝。水官大帝，水德王天下，下元三品解厄水官大帝，三王二。济公活佛降，岁次庚申年9月念3日，1980年10月31日。诗曰：一派青山景色优，清清淡水性温柔。交离世道堪嗟叹，莫负光阴难倒流。祭佛，世人每天睡前需要沐浴，将汉字冲个凉快，睡梦才能愉快。再看你心中的念头，日夜起伏不停，充满了私欲、情爱、恨怒。你心中的主人累得如此憔悴不堪，你是否天天为他洗澡，冲个干净，让他凉快呢？如果没有，那么你主人一身汗臭而污秽，无人敢近，仙佛也退避三舍，这样下去，终成为一位垃圾鬼，知道吗？今天我将带圣笔扬身游三官殿，拜会水官大帝，请大帝用法水位世人解厄消灾，清净凡夫的身心，世人福分不浅。扬身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吧。祭佛，已到了，扬身下莲台。扬身，这里为何有一条河流？河水清澈，还可以见底呢。祭佛，此为水官大帝的灵气所化。我们从河边这条大道行走，向前拜谒水官大帝。扬身，遵命。三官殿府各有不同气象，天地造化为何如此奥妙？祭佛，玄黄始判，万物造化各有其定律，人生亦有三观，你可自悟就可明了一切。扬身，河边垂柳翠树，景色宜人。祭佛，这里的景色虽是庄严，但又富天然，实是绿野仙踪。清华宫已在前面，我们进入参谒水官大帝。扬身，遵命。弟子扬身参谒水官大帝，请大帝赐教。大帝，扬善生勉励。你及祭佛同负使命，著作《天堂游记》，劝化迷津，我心甚悦。游记遍载天堂风光，一草一木，一山一水，一言一笑，皆藏无限妙理玄机。凡是有缘读者，当要神游意会，不可走马看花，以免失去参道良机。此书非凡，因扬身溯据道根，
有大智慧，故能洞彻天堂妙境，而作成一本游记，诚是千古一大奇书。今日来此，心为我怀，命仙官奉明。扬声，大帝加冕，愧不敢当。弟子有幸随师游览天界著作圣书，当感谢大帝洪恩。大帝，杨善生为何潸然泪下？扬声，弟子深入圣门，一心待天宣化，然觉曲高和寡，自叹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大帝，你莫悲伤，尽人事听天命，你心诸天同鉴，胜彼有正人心。匡世道，挽气数之力，任重道远，悉你大智物内，上天自有妙化，绝不负你。扬声，感谢大帝慰勉。祭佛，贤徒心勿悲伤，有老僧在此，何怕无处可化缘。衣钵真传在手，到处是道场，善尽我们的职责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今日拜谒大帝，你可趁机多问道吧。扬声，好的。请问大帝，水官是何意思呢？大帝，我为下元三品解厄水官大帝，专为世人解厄消灾，为何？我司解厄之职，因世人都是尘秽污染，罪恶满身，故变成一位罪人。罪人在阳世，须受阳律制裁刑罚，至于无形天律之刑罚，即令人感到诸事不顺，病魔缠身，所求不遂，结恶不绝，痛苦之情莫可名状。此时我便行使解厄之权，一切疾病患难称为灾厄。灾自由火而生，故必以水治之。水观如河海之水，可以洗涤一切污秽，清除痛苦，清凉身心，滋润干涸，化解恩怨，促进生长，化消一切劫难。故事有言一切化落江海，能逝去人间诸多不平怨恨，洗去一切罪恶痕迹污点。唯有如此，世人之灾厄才能消去。扬声，大帝以水冲洗人间苦痛灾难，灌溉贫瘠，功德不可限量，弟子清净顶礼。然尚有不明之处甚多，请大帝赐言教导世人解厄之方法。大帝，既身为人，如船行在海中，乘风破浪，起伏不定，见有小生命走路时颠簸跌倒，脚破血流，长大为生活累得满身大汗，心智用尽，身心疲惫不堪。我以热水为其消除疲劳，晨起凉水为其清醒，平常为其身心加油打气。劳累的时候，我蒸发排出体外，维持身中热量平衡，不致烧毁。人即如一部汽车，奔驰在人生大道中，惊险尽头，随时可以看见。人类的生存，是在记起宇宙之生命，为天地立心，发扬正气大道。故三才以人为贵，三观为天地水，水观即是人观，人为血肉之体，最易伤害，故水观随时解厄，悉众生逢有结厄之时，
念我圣名，当代为化解。扬声大师慈悲之心令人感动，世人都想免恶无灾，但不知其道，大帝是否可以赐告？大帝，天不降灾，罪薄是人造灾，解厄消灾之道无他，保持自己清白，自无灾厄临身者有犯诸灾厄，当痛心忏悔，奉行善道，不再作恶，水官自解其恶。扬声，世人逢恶痛苦，大帝如何化解？大帝，前面河水有解毒化灾之功，可谓神水，你再定神一看，便知其中尚有妙奥。扬声，定神一看，河流中有许多小人物在那里游泳样子，这是什么人呢？大帝，世人逢犯孤臣寡宿，行害绝嗣，病难痛苦，皆是前生不修，今生受之。若有善男信女，承系好境，沐浴焚香，前诵经忏，悔过自新，则其元神可以在此河中沐浴，减轻痛苦，渐脱苦趣。100%。祭佛，水官大帝慈怀惠赐经言已多，三官大帝主宰天地水人三司，职责重大，赐福消灾解厄，无不为利益众生着想，可谓佛心先长，功德浩荡，所以此刻我们将在三官殿与三官大帝一起相续，以恭临圣域。大帝，三官殿内，天官的官已在等候我们，我们一同前去。扬声，好的，三官如一家人，今日幸运到此，能同时恭临三官。大帝训谕，实觉荣幸，已到三官殿。祭佛，三官虽分为三宫，但中间之大殿即是会合办公地方。现在已到殿中，天官的官二大帝已在里面等候。扬声，参谒天官的官三位大帝，里面排满了丰盛的水果鲜品，令人垂涎。天官扬善生勉励，今日你揽三官殿府，特在此设宴招待，以示奖赏著书辛劳的官。天堂游记一书至此接近尾声，祭佛扬声功德浩瀚，永至天榜，于三曹普渡作上帝天使，广播福音于世界，使众生回心向善，挽回天地气数，促进世界大同，大德莫能名。水官祭佛导游，扬善生为主角，遍游天界，访道传真，为科技时代制造太空精神食粮，唯有精神修养才能促进人间幸福，安心享用科技产品，否则人类聪明，自毁道路，是人类不幸，先佛于心何忍？故垂训示教，人类如能人人修身养性，将浊世化为净土，则天人庆幸。天官祭佛扬善生用吧，琼浆玉液，鲜果妙品，世间所无，此上苍所赐，尽管享用。扬声，感谢三官大帝厚爱，会赐那么多礼品，我有今天，当要感谢祭佛恩师的提携。
祭佛，师徒同父子，何必挂怀？吾始以前，以誓言成愿再来。现刻正是时候，故能结此善缘，便游三界，著书济世。但愿我这副逍遥德性，方便法门，能使老弱妇孺清净，个个成佛。人成仙，扬声任重道远，勿将心法广传，慈音遍布，使众生贤。瞻法义，得正菩提。扬声，谨遵师训，愿师提携之。三观，为三圣人，乃一太极，普受浩劫家之命，顶因无量品之包。子为清虚动因，总领功过，赐福赦罪解厄，普济存亡。道观诸天，恩谈三界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。三元三品，三观大帝，三公九父，360，感应天尊。此乃三观宝告，世人如能常诵，自得感应。今备此小宴，聊表寸心，待书者陈瑶池另有盛宴，愿其待之。祭佛，今日拜会三观大帝就此结束，扬声叩谢大帝，准备回堂。扬声，今日在此长寿丰盛琼浆美果，内心无限喜悦，感谢大帝。惠赐。三观，不必客气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稻果自修自得，愿继续努力。扬声，拜辞大帝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。祭佛，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加33 033第33回游忠义殿，孝子殿。岳飞，济公活佛降，岁次庚申年10月初6日，1980年11月13日。诗曰：心血凝成一宝篇，功垂万古说真诠。深知铺设天堂路，死驾祥云作神仙。又诗：沙盘磨破柳桃枝，树枝凝成五色枝。福地天仪归圣德，莲花出自玉瑶池。祭佛，瑶池一指，金阙玉指一般，天堂游记一书即将者成天堂路上，一群默默耕耘者，已找到了一个善终的归宿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是人要走那条路，善恶两途，慎重选择吧。善的尽头叫天堂，恶的尽头叫地狱，你正行走哪条呢？看完了天堂、地狱两本游记，众生都成了评判员，将来会上天堂或下地狱，心里有数。仙佛阎王只不过照你的意思收留你而已，切勿错怪阎王冷酷无情。对一个无道之人，只好摆起脸孔相对，这副假面具也是你送给阎王的。仙佛慈蔼笑容，正向你招手，他们这副和善面孔，也是你教他们的，所以也不要谢他多情。两种不同面貌，就是众生真实的传真写照。你要将自己画成那种模样，无人敢做主，只看你的心。
去守法了。老衲说了这段话，希望众生仔细听，方免到时再来求我说法。那时老衲已涅盘了。今日我带杨贤徒在游天堂，准备吧。杨生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启程。祭佛，师徒乘坐莲台，云游三界，引起天花乱坠，众生看得心花怒放。不过不懂欣赏的人还是很多，只叹他们失愿了。杨生，你有何感想呢？杨生，数年来追随恩师左右，受益良多，又随师畅游三界，可谓三生有幸。坐在莲台，虽然轻飘飘不必出力，但自觉任重道远，不敢一时疏忽，掉以轻心。祭佛，拓荒者本来就是一种牺牲，纵是荆棘不满，伤痕血滴，但回头瞧着新生的道路上，已有那么多的行人，自然会乐得苦笑，安慰一些了。杨生，恩师所说甚是，让自己心安，让众生有道，人生旅途才有价值。祭佛，已到了，快下莲台。杨生，今日到此是什么地方呢？为何前面那些人个个精神威武，与众不同呢？祭佛，这是三官殿所属的忠义殿，刚才所见者都是为国尽忠牺牲的人，他们死后升天成神，我们前去拜会吧。杨生，已到殿内，看见许多身穿战袍或官服打扮者坐在殿中，不知他们是何人。祭佛，自古以来，忠孝节义者皆升天成神，中殿内坐者是岳武穆王、岳飞，其他都是古今之忠臣烈士，他们为国牺牲性命，死后灵升天界，祖斗馨香，万古流芳。令者，凡是在世为官清廉，不贪不取，便名利民者，死后可以升天成神，在忠义殿中各厅处逍遥自在，或往各天担任圣职，与云正直无私谓之神。他们正直无私，修习公道，也有道成一天，天界也需要这种人才。所以世上拜神的人，祷神切勿以条件交换，如保佑我如何愿成，即谢以生礼，如此正神不纳，神是按公行事，仅凭众生心诚而感应。杨生，你可向岳武穆请示。杨生，向武穆王及诸位圣贤义士敬礼。不知在天界生活情形如何？武穆，我本在凌霄玉帝殿前辅政，今日特来忠义殿中相续。天帝，本为一股磅礴正气所维系，于今科学昌明时代，世人道德沦落，邪恶孽盛，使天地元气日渐丧失，故灾劫累至。我愿世人以孔夫子圣训，正心修身为处世法则，从事公务，不可贪污舞弊，浪费公帑，各业者严守自己岗位，人人尽忠爱国，为捍卫疆土，牺牲性命，即是殉道而死，因灵必生天界。
如观圣之丹心朝日月，意气贯乾坤，至今各地庙宇平立，世人崇拜不已，故愿众生爱家爱乡，更爱国。如秦桧奸佞陷害忠良，经数十世为诛，今犹进阿鼻地狱不能超生。上天爱忠良，地狱敬不义，故世人不可作奸害国，否则于阳间受万人唾骂，死后永堕地狱。阳生忠孝节义是中国传统美德，也是鸾门提倡的宗旨，修道也。正是修此忠孝节义的大道，离此则无道可修了。哦，前面壁上挂闷了牌子，都是历代忠臣烈士的名字，还闪闪发光呢。五木，这是忠臣义士的神位，凡是忠义之士，上天都有列名，即是英雄榜，他们都已回天享受极乐。祭佛因时刻有限，另要访问他处，所以我们就此告辞。阳生向岳穆王辞驾。祭佛，阳生随我行走，我们到前面孝子殿拜访孝顺成道的先真。阳生遵命。随师步出殿门，向外而行，已看到一巍峨建筑，上嵌书有孝子殿三字，甚为壮观。祭佛，忠孝为人伦之首，世人必当尊之，否则即为罪人逆子。前面孝子殿内都是孝子孝妇，我们前去参礼。阳生遵命。进入殿内，看见许多慈善面容的男女，有穿古装及现代衣服，正在里面坐着下棋、饮茶、弹琴，壮盛逍遥，不知他们是谁。祭佛，这些都是古今孝子，男女老少皆有，念四孝故事流传至今，犹会至人口。凡是世上孝子，死后经三关考校后，升至孝子殿中，逍遥自在。有特殊功德者，并可升至各天享受道果。你看壁上挂闷了孝子名牌，闪烁着光芒，这即是孝子碑。希望是尚为人儿女者，当孝顺双亲，先人去世后更需慎终追远，按时祭拜扫墓，以报答祖先养育之恩。阳生可向孝子们访问在世尽孝情。行。阳生，好的。请问这位孝子是否可以将您的孝行告诉世人呢？孝子，说来惭愧，我仅是尽为人儿女一份责任而已。回忆在世时，家境贫困，母亲早逝，父亲染上酗酒恶习，堂上又有高龄祖母。父亲酒后语无伦次，常对祖母恶言相加，我极力劝阻，反遭父亲鞭打，忍痛无怨。祖母年老体弱，食无后味，我也将做工收入案买一些食品供养他。父亲饮酒过度，50岁时终于患上肝硬化而逝。此时留我与祖母相依为命，每日替人帮佣，赚钱奉养祖母，心想老祖母无人奉养，所以遇人提亲，均予拒绝。至祖母去世送终时
38岁由一人独居，庸功自度，克勤节俭，身处此环境，身体穷人之苦，所以将结于金钱，均分赠贫苦，自己不留积蓄，至60岁而去世。真灵受到观音大士引渡，在南海紫竹林修炼，今已证的果位。我因修行孝道正果，所以常来孝子殿，接引有缘。今日杨善生来此，仅将自己一点小孝告诉世人，愿世人学我的模样，尽孝亲长。古云家贫出孝子，世间的刻苦牺牲是短暂的时刻，天上的享受才是无穷的岁月。杨生，您的孝心感人，向您一拜。孝子，不用多礼。看你头上灵光圆陀发光，是一位沉静修道者。愿你发扬孝道，广度众生。杨生，感谢赐言，当尊师弘扬孝道，提倡中国固有美德。祭佛，时刻不早，准备回堂吧。杨生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祭佛，圣贤堂已到。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加34 034第34回由阴阳界官人归天情形。济公活佛降，岁次庚申年10月16日，1980年11月23日。诗曰：走遍天堂会众仙，因说法指心田。人间爱欲迷魂阵，跳出网罗天外天。又诗：游记可参万法经，勤修本性出幽冥。扬声祭佛同挥笔，一步奇珍万古新。祭佛，天堂游记是一部修道宝集，凡是有志于道者，勤悟其中妙理，定能发现仙佛现身在前。世事本虚幻，修道者要上天外天，成为人上人，当具超然智慧，否则在迷魂阵中朝生暮死，寻不着出路，精疲力倦时，只得躺下休息了。因此，在修道过程中，良师益友是不可缺少的。但是邪说异端，荒诞不经，万不可亲近。学习，以免坠落魔道。以老衲的修道过程，众生也许认为多变多姿，其实我只有一颗佛心，一股济公精神，本是平淡无奇。众生习惯于自私自利，所以反觉得我的塑形很奇怪。但你如无这份能力，则勿学我游戏人间。万一演出纰漏，那就惨了。总之，济公的戏可以演，祭司的戏千万不可试试。1年半来，奉命带扬声游历天堂，内心无限欣慰。这种重大任务，秉持战今心情已完成使命，岂敢儿戏。扬声任劳任怨，有始有终，欲高真访道求真，逢圣佛闻法开示，句句生气妙机，实不愧为禅师子弟。在这最后几站，老衲本应轻松心情，却转沉重，因迷者迷，悟者悟，往天堂路上司机。
有的已偏向左道，有的正在打瞌睡，有的心猿意马，无专心驾车。我从云端下看，不少已出了车祸。所以老衲寄语在圣门中之人，多怀一颗圣心，才能圣灵不灭。老衲的苦心已经用尽，再来就看众生如何去行道了。扬声准备上莲台。扬声，恩师为何凭兵叹气呢？祭佛，无语对苍生。扬声，恩师感触良深，弟子意事相同，请恩师开怀吧。祭佛，有酒不知醉，无心可见佛。人在地上行，佛在天上看。珍惜好家园，免成孤寡人。我们往天堂去吧。已到了，我们下莲台。扬声，今日来此为何大不相同？左边那条路好像曾经来过。祭佛，这是阴阳界三岔路口，以前著作《地狱游记》时，你曾经路过此的。今日带你来此，让你参观人死后往天堂地狱之情。行。扬声，哦，原来如此。左边那条路是往地狱，看见牛马将军押着甚多罪犯呵斥而行，他们实在太可怜了。祭佛，这是恶人的下场，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归宿。生前已过惯勾心斗角、伤天害理、无法无天、隐匿黑暗中的生活，所以他们到地府去，可以说是很适当的安排。你可看往天堂大路去的人们。扬声，右边这条黄金大道也有许多行人，壮盛逍遥，还有菩萨、金童玉女在此迎接他们。我看这是在世功德浩大的结果吧。往天堂路上，他们的去路似乎还分等级呢。祭佛，当然，如凡间的车子，牌子不同，价格不一，有高级品、中级品及新旧之分。世人修道，点点滴滴不得作假，一分真心，则身上镶金一分。如此点点修塑而成一尊仙佛金身，但其中还分各种不同之果位，有大金身、中金身。若往地狱者，就是朽木不可雕也。我们向前请问这些成道之高真善德吧。扬声，好的。这位老人年岁已高，金光满面，甚为慈祥，看来很有修养。请问老前辈，你要往何处呢？老者，我要往天界。扬声，是否可以述说你生前造就？老者，我无何功德，不敢献丑。祭佛，你不要客气，我们奉命著书，你说出好事，可以劝化世人，功德无量。老者，既然可以劝化世人，我就说之。我乃南部人士，儿女成群，后便到一庙中效劳，替人解千师，早晚献香奉茶，一心为神圣。善信效劳，因来庙中参香之善信甚多，由香钱收入亦多，我均善加保存，工钱一文不取作私用，均作为买香或庙中费用，
清廉公正。故我最近去世后，庙中主神特为上奏玉帝，提拔免经的府而直接升天，接任神职，只是如此公道而已。祭佛，大功，大功！你不要小看自己，凡间许多人都不如你呢。玉帝赐你神职，我再加赐100功，以助你升高国位。老者叩谢活佛提拔。祭佛，不必客气，难得也。杨生，你可再问其他往天界之人呐？杨生，好的。请问这位姑娘，我看你年纪甚轻，为何走上天界之路呢？姑娘，拜见祭佛恩师，今日师徒在此相会，心中伤悲，为何我不能在世多行功德，度人修道，如此迅速便召我回天呢？祭佛，时也，命也，不必悲伤。你甚敬老衲，受我度化，今已成正果。因你前生与今世之父母尚有一段尘缘，今日缘尽业尽，肉体受伤害，而脱壳回天。你看，文殊菩萨已来度你回西方，快快参礼。菩萨起来，免礼。我们有师徒之缘，因你尚有一段凡业，所以转轮一次，至今偿清业债，故临回西方。感谢祭佛显化开示其境修，今日始能了业脱尘。祭佛，文殊客气，世人不嫌老衲方便有多门的话，我都照单全收。不过还是他有善根，才能修道行德。杨生可以再问其他回天之高真。杨生，遵命。往天堂之大道，行人都是面带笑容，我看他们一定是对自己前途抱着无穷希望吧。请问这位师父，你要往何处呢？尊者，我要往西方谒见世尊。祭佛，您慧根深厚，功德浩大，头顶佛光四射，是否可以告知在世修持方法？尊者，我20岁就出家剃度为僧，入空门空寺香，不与人争，不向佛愿，不侵外教，不贪重欲，只修4项而已，并无功德。祭佛，你非一般俗僧，不参杂凡俗众事之中，甚为突出，所以今日可以直往西方而去，助之。杨生，请问恩师，是否是人登天都需经过这条通往天界道路？祭佛，正心，直常是天堂路，弯弯曲曲是地狱道，这条通天大路就是由人的心肠所变化，人如能不欺心，不恶常，死后除有3世，因果未清，须至的腐消案外，可以由此而往天界。杨生，此路通哪里呢？祭佛，此路直通南天门，再往各天。杨生，为何不见他们腾云驾雾呢？祭佛，这里接近凡尘，是天堂初段，以脚步行，中段为星官，由平行而跳动不已，速度加快，跃跃欲飞。
新关一过，新演变开，灵山现前。在上去是须弥山顶，人之头上，至此若要在上升，非腾云驾雾不可了。杨生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请恩师说之。祭佛，禅机，禅机。老衲愿说出，让有缘者参悟之。为人处事，修身练道，脚步先要立正，才有踏上天堂大道可能。再上一层，六根灵根须清净，否则粪尿其下，满身污秽不敢见人，怎可见天？再上一层，肚肠须清净，否则羊肠小径，泥泞难以行走，无非是行地狱之路。再上一层，心存正念，跳动有序，无惧无恐，两眼清白，如此天堂有路可以行走。再上一层，便至灵山塔顶，至此未觉成岭，是通天台，一步跳下便入虚空，一身轻飘，已没有凡债业障，脚底生白烟。这是元气所化，不是汽油燃烧后的乌烟瘴气，身无挂碍，离开世间沉重脚步，脚驾云车，天上人间，处处遨游，这就是仙佛乘云驾雾的原理。杨生，恩师一篇妙理，道尽了修道方法。祭佛，看完了阴阳界情形，知道天堂地狱是人心所造，你想走那一条路，任你选择吧。我们准备回堂。杨生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请恩师回堂吧。祭佛，圣贤堂已到。杨生下莲台，魂魄投体。加35 035第35回游三界遇八仙观妙法。济公活佛降，岁次庚申年10月19日，1980年11月26日。诗曰：千古因缘不胜谈，慧根深种晚狂澜。天书媲美金刚论，游记堪称救世丹。又诗：云车静坐上莲台，三界遨游绝路开。相伴仙真情问道，提携九品见如来。祭佛，师徒坐上莲台，如乘着一部太空云车，这是历世因缘的造化，才有今日。诸生进入圣门，同乘一辆汽车，左右相伴，定有前因，故当珍惜这份因缘。在一辆车上，坐闷了各地陌生旅客，互通姓名，互道心声，诚是一大趣事。这部载满道客的车辆，更是任重道远，所以车主须知待客之道。若举止像一位恶劣的计程车司机，一旦到了终站，旅客纷纷下车，各奔前程，他们下回再也不敢领教了。老衲处处为家，当然不会为此烦恼，只怕世人不惜因缘，人去车空，载不到旅客的时候，后悔已来不及了。天堂游记今日已是35回，仅剩一次就终站完结篇，但下一班车要开往何方，牌子尚未挂上，
就要看诸生的表现了。杨生准备上莲台。杨生，我已坐稳莲台，觉得今日心情特别轻松。祭佛，完成天父使命，心境当然觉得无限喜悦。杨生，感谢恩师数年来提携启发，使我精进不少。祭佛，但愿名师出高徒，才不会让人见笑。杨生，是的。祭佛，我们启程吧。今日你可以睁开眼睛观赏一切景色。杨生，那太好了，平时乘坐莲台，因速度太快，所以有时闭目养神，不知今日开眼会受到刺激吗？祭佛，你的道功已熟，开眼已能接受圣界光芒照射及锋利之功。即凡是修道者必要先积功累德，才可修炼神通法眼，否则魔障随时临身，往往造成精神失常或心智混乱。修道者先行功德，如组合电视零件一样，功德圆满成了一台电视机，将插头一接，影像立刻分明，神通广大无边。有志于道者，判善体各中妙义，若灵见不全，强练神通，对精神或眼神会造成伤害。我们往天界而去吧。杨生，莲台飞速推进，耳边风声啸啸而起，低头看见凡间夜灯通明，科学发达，电灯大放光明，似乎已没有夜晚。祭佛，难怪世人不少阴阳不分，伦常颠倒。杨生，半空中祥云霭霭，光芒四射，仙佛乘云而过，好像走在云间不知处，没有一丝尘埃气氛，有一种忘情的心境。前面来了一班仙真，看来好像是八仙。祭佛，正是八仙，他们算知我们今日经过此的，所以来此寒暄一番。杨生，我实在太欣慰了，能目睹八仙真容，向八仙参礼。果老，免礼。今日屈指一算，获知你们经过仙山，所以来此依序。杨生，今日幸会八仙，请八仙变些道法，让弟子开开眼界，好吗？果老，可以。你地狱游记者玩，天堂历尽，实在太辛苦了，我们耍些仙术，慰劳一番，由我先变，你想吃什么？杨生，我想吃人间没有的仙果。果老，那简单。看我双手空空，无何一物，现化一粒种子，埋下云雾之土里中，化雨化风，1日、2日、3日，你看如何？杨生，果然神妙，已长出树芽。果老，1月、2月、3月如何？杨生，已有2尺高。果老，1年、3年、3年如何？杨生，已如大树，绿叶茂盛。果老，开花如何？杨生，刹那之间，仙树开满花朵，甚为美观动人。果老，结果如何？杨生，突然花谢结果，唯果尚未熟。果老，不急，迟我便来。
果老已黄熟，如何？杨生转眼鲜果黄熟，发出阵阵香味，闻之令人垂涎欲滴。可以摘食吗？果老，不必客气，任你摘吃。杨生，仙翁既然准许，我就趁此机会饱食一顿，一口气连吃了3颗，肚子已饱，无法再吃了。果老，胃口太小，我替你塞几个吧。杨生，不用，不用，勉强吃下，恐胃肠受不了。果老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勉强，这些鲜果就送给其他有缘人吃吧。送你一袋，拿回去送给你亲友尝尝。杨生，感谢仙翁。果老，我的戏法已演完，杨善生你做个评分，好吗？杨生，100分。果老，太高兴了，不过还要你将此戏法的含义讲评。杨生，不敢当。果老，不必客气，趁机会考考你。杨生，仙溪既然有命，我岂敢为之？仙溪这一出道戏很有意义，暗示修道人需要先有道根慧种，埋于实地，如人脚踏实的。经功德水浇化滋润，苦志琢磨，才能挣脱甲壳出头通天，道种萌芽。经1日、1月、1年不断灌溉、施肥、整理，苦汗辛血之照顾，道树才能成长而开花结果。再者，结成道果，非是一人独尝，还需分送亲友，众生同享。如人入圣堂代天宣化，可使亲友受因得道，更可超玄拔祖力，一同修。以上心得，请仙翁评分。果老，果然识货，将你送我的分数相还，满分。杨生，岂敢！多谢仙翁赐教。果老，请吕祖师献计吧。吕祖，你好。我不是江湖术士，无何特技可以表演，只愿献丑，耍一小戏法。放下我背上这具葫芦，杨生你可观看里面有什么把戏。杨生，好的。葫芦中只有一团黑暗，不见一物。吕祖，好的。看我念咒做法，葫芦本空，包罗天地，藏尽乾坤，演出人生戏剧。哈哈，杨生你再观看，我葫芦中卖什么膏药？杨生，我看看即知。哦，葫芦中别有天地，好像一个望远镜，看去有山水、房屋、人烟，好像电影荧幕一般，看到人出生，人上学，人结婚，人升官，人游乐，上餐厅，逛百货公司，热闹异常。哦，现在看到一座医院，病床躺闷了呻吟病患，手术室中血淋淋的刀割动作，有痛苦呻吟、悲哭声音、惊恐表情。现在又看到车祸现场，他们刹那相撞的镜头，实在令人触目惊心。又看到人死、丧家哭啼，殡仪馆中躺着一排排尸体，冷冻库中句句棺木，
突然现出剧中二字，一阵铃声，使我惊醒过来。仙翁呀！我看得好害怕。吕祖，不要怕，刚才所演的这出片名叫《人生的旅程》，这部电影是我拍摄的，剧本并非凭空杜撰，是道地的自然动作戏，情逼真。此片畅销各国，造成空前轰动，可惜人只喜参加演出，不愿观赏此片。原来他们两眼被我葫芦中膏药粘住，所以不知自己正在演戏，这些珍贵镜头只好留给子孙观赏了。杨生，吕祖师真是妙法无边，黄粱一梦，醒来之后却当起制片家来。吕祖为了度化众生，只好先冲起影剧商人，每次播放人生舞台影剧，劝化世人，今特在旧片重演，在《天堂游记》这部片中插一段经变镜头，希望众生不要错过机会。祭佛、八仙个个道法高深，若八仙全部献祭，恐怕众生看得眼花缭乱，昏昏欲睡了，所以我们就此告辞八仙，另由他处。杨生，好的，感谢八仙费神演出妙剧，我将随恩师另由他处。八仙，后会有期，祝一路顺风。祭佛架起莲台，再往南天门而去。刚才在云间遇到八仙，看他们表演几招，保在富有剧情及启发作用。已到南天门，我们下莲台向大圣问安。杨生，大圣已在那边嘻嘻哈哈，好像很高兴的样子。祭佛，正是，我们以往刹那飞过南天门，大圣无法与我们相谈。今日重逢，当然高兴。杨生，弟子向大圣参礼。大圣，免礼。今日你们众来南天门，我甚为高兴，你们游天堂著书任务将近完成，我觉欣慰。南天门之榜文将要私下，杨善生可以观看此榜文。前次你来匆匆，未加细观，现在可以看。杨生，感谢大圣。南天门边公布栏中，果然悬挂有瑶池一指，即精确玉指，与本堂所降相同。亦为奉旨著作《天堂游记》，各天协力相助，不得违命。看完指文，内心充满无限温暖与感激。感谢老母，玉帝慈怀。2年来，亦打扰上界诸仙佛之清修，天恩浩荡，难以图报。跪下向诸天叩谢。大圣，果然是有心人，可以起来，大任完成，功德如恒河沙数，可喜可贺。祭佛，感谢大圣协助，使我们师徒顺利完成使命，告辞了。杨生上莲台。杨生，感谢大圣开方便之门，拜辞圣驾。我已坐稳，请恩师起程吧。祭佛，现在我将带你环游三界一周，如风之极，只是刹那风光。你要坐稳，
片刻你凡间之肉体也会感电迅速摇动，诸身在堂可以静观之，将启程。此刻扬声立沙盘前，果然两脚如腾云驾雾般，急速如飞，旋转不停，在场堂生个个看得目瞪口呆，大叹神奇。圣贤堂已到，扬声下莲台。天堂游记于今结束，我待扬声刹那之间临游三界，转身已到堂中。刚才情景诸身已观之，神灵显化，是不可思议的。诸身有幸陪着天书，实乃三生修来，失此机会，不知何时再遇。瑶池宫中无极老母正准备庆功盛宴，下期诸天仙佛在瑶池开宴，我将带扬声参加。是日，扬声须身心清净，不可失仪。扬声魂魄头体加36 036第36回。瑶池宫中开盛会宴谢群珍，老母褒赏扬声庆祝功臣。济公活佛降，岁次庚申年10月廿3日，1980年11月30日。诗曰：历尽磨难志不移，天堂路上树明碑。茫茫苦海明灯塔，圣德弘扬万佛随。又诗：法鼓经敲36回，迷人醒觉向天推。扬声大命今交旨，玉叶琼将尽10杯。祭佛天堂圆满走了一圈，这副沉重担子总算一松。这本游记活生生在世人眼前公演，是老衲及扬声搭档合演的一部神圣又富喜趣的天堂风光神仙生活剧，现在已演完了，台上台下互相参观欣赏，各笑各的，但愿众生不要白看了，当学我祭颠及扬声也演一场道德喜剧吧。这是一场神圣庄严的慈善义演，不过剧中使我前要坐在观众席上，换你们登台演出，但愿一样能数一数二得到鼓掌，不要不三不四令人唾弃，或令人不愿观之。今天是个喜悦日子，扬声整齐一律，清净身心，准备赴瑶池参加盛宴吧。扬声，我已准备好了。将近2年时光，随师云游天界，自觉欣慰万分，内心由衷感激。祭佛，我心相同，愿心心相印，同坐莲台，载度众生。扬声实是这座莲台今天增大了数倍，光芒四射，亮晶晶，甚为可爱。祭佛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一朵莲台能让我们久坐不成，可见它的耐力不凡，因法水滋润，尘埃的消沉，所以莲花盛开，更为增长光大，这就是你的果位。扬声，弟子愧不敢当。祭佛，不必客气，我们往瑶池而去吧。扬声，天界为何热闹异常？好像有什么喜事般。祭佛，三曹普渡的关系，
今日我们奉旨着承天书，三曹俱悉，人天同庆，诸天神圣仙佛皆大欢喜。因又有一本宝书流传天下，待诸圣真仙佛劝化度人。阳生原来如此，自觉此身非轻，能荣复圣职，待天宣化。正各天界金光万道，一片通明，照彻大千，真是奇景。即佛，这是天光，昔世人循着这道光明步向天梯大道，这里没有黑暗与痛苦，只有无限的光明与法喜。已到瑶池宫，我们下莲台吧。阳生哦，前面仙真拥簇，光芒四射，满排盛宴，还有仙女演奏着仙乐，声音悠扬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即佛，观音大士已来。大士，今日我佛欢喜无极，特来此同参盛会。即佛带阳生上来，坐于前面的贵宾席吧。即佛，阳生随我来，我们向前坐于贵宾席上。阳生，不敢当，在场仙佛那么多，我们还是坐在末席就好。即佛，今天不要容气，听大士的话吧。阳生，遵命。看见这么多的圣真，心中有些惶恐不安，看他们都注视着我，面露微笑。即佛，我们就坐这里吧。阳生，好的。宴桌上排焖了奇珍异果，还有一盘琼浆，香味正传来，心中觉得喜爱。大士，今日盛宴乃是瑶池老母亲赐，三界高真仙佛大都奉邀前来，各教教主已临，吕纯阳祖师亦驾到，八仙飘飘已至。大帝，今日我奉无极瑶池老母义命，担任瑶池盛会司仪。即佛，阳生，今日你们受邀至瑶池接受褒奖，真是天大喜事。现客众仙真圣佛已都到齐，宴开108席。阳生，诸珍众多，已坐满圆桌，各教人士皆有，他们穿着不同式样服装，各具特色。即佛，各宗教虽然不同，各有其代表性，但它的宗旨相同，乃在提升人类灵性，进入大公无私、济世利人的境界，所以他们都具有善心、佛性，今日才能成道正果，不坠轮回。现客的藏王菩萨等圣真陆续驾到。大帝，我居今官位乡，辅助玉帝行政，今执普渡之旗，天庭亦忙。今日天堂游记者成，可使天下有志于道者，对修道方法及所追求的天界生活状况有一明确认识，不致盲修瞎练，此乃世人之厚福。现客玉皇至尊驾临，瑶池老母驾临，全体万仙菩萨圣佛神人起立，俯伏接驾。老母勉励，大家起来。大帝，全体起立，就坐。老母，今日为庆祝《天堂游记》一书者成，母心欢慰，特在瑶池宫中举办盛宴，以示庆祝。三界诸珍
皆奉邀代表列席参宴。玉帝无极一指辞赐，天堂风光传述于世，今日顺利者承天书。朕心甚悦，老母在此设庆功宴，正是天恩浩荡，慈爱众生，愿天下众生体悟天心，知归善道，净化人欲，心存天理，勤修大道，了悟本性，以其完美人性，一旦生世皆能灵信任理归根，盼勿负瑶池老母之心。即刻开宴，祭佛扬声开怀享宴。祭佛扬声不要客气，这是老母玉帝慈赐我们开动吧。扬声好的，优美仙乐，不绝于耳。仙女穿着云呢衣裳，正在婆娑起舞，她们飘逸动作，轻盈体态，不知如何修成。祭佛多运动，常开心，不贪吃，勤练性，不忧惧，无烦恼。一件天然衣裳，终身不换，越穿越美丽，因为身体健康，所以仙容虽不擦粉，却白里透红，纯真可爱。扬声恩师说的有道理，老母祭佛扬而不要只谈论，而忘宴席法餐妙味。扬声感谢慈母开怀，祭佛我们尽量吃吧。鲜果不厌多，此时要绽放我们的度量，容纳天地良心，凝结妙品。扬声实是，这滋味令人难以忘怀，琼浆一入口，更是回味无穷。我敬恩师一杯。祭佛，我以戒酒，以醍醐琼浆代替，相信更可以延年益寿，多度几个人。扬声恩师真会开玩笑。邻着坐着老母、玉帝、三卿、三官及教主们，他们正坐着，面露微笑，在和谐气氛参加这个喜宴。道祖道本无言，天堂游记所言已多，众生如不多学，我亦无言。愿体无极真实义，成就太上至道。世尊，佛法本不可说，今已说于天堂游记，众生须多参悟。人如不说佛，无佛又不说，则西天无佛，故愿佛法传世，使世人成佛见佛。孔圣如不言灵界事，然朝闻道，系死可矣。天命率性之谓道，闻道知道，即可配天而合天，天人合一，力超生死，如门有道，至善圣欲刊登之。老母盛宴已开，蟠桃正熟，惜苍生好好修道。尊天理，守人道，则瑶池宴上为其准备一席之位，等候上座。玉帝愿赤子回心，切莫造颓风，驱恶道，以免恶报临身。大事由记者成，正法昌明，圣宗普博，杨枝柳叶便洒尘埃。凡是有缘者，阅读而了悟，必修必行，可成正果。如有恶口毁谤，永成恶道。老母扬声赞如，奉旨随祭佛游历三界，先将地狱游记者成，普传天下，匡正人心，挽回颓风，净化尘埃，为万世树立典模。
今为塞地狱之路，开天堂之门，母下一旨而著作《天堂游记》，写造化之妙，垂登天之梯。今日36回游记圆满者成。母心大悦，扬声不负母心，孝唐僧西天取经道成，任劳愿，任毁谤，通过层层魔关，真灵永固，特赐你之9玄7祖超生天界，按功正果，不再轮回。圣贤诸生辛劳，陪着天书，有始有终者。特赐每人10道功，皇榜著籍，悉在勉励。扬声功成矫止，力在前修，以其灵通无碍，再接心命，造就无极上乘道法，普度更多众生。此欲扬声叩谢老母慈育，余儿自感心生惧疲，无能为力，求老母天赐慧光，以了余儿度世之心愿。老母，你勿忧心，天道好孩，常与善人，你已尽力代天宣化。天定助你了此心愿，无边众生呆度，切勿气馁退志，将来当以弘扬圣德，匡正世道为职责，任重道远。天地2游记，虽己者成，然天因法语由赖你传播，以资造福人群，度化迷津，悉免励之。扬声叩谢慈母大德洪恩，遵命救世。祭佛，扬声你福慧深厚，今日荣因老母御命，来此参加盛会。以乐观态度行道，不必挂怀那么多，为师送你一把蒲扇，2袖清风，可以云游天下，逍遥自在，去寻找有缘人吧。扬声定随师部，但愿恩师助于途一臂之力。祭佛，哈哈，几年的情谊，怎能忘怀？放心吧。扬声，那么于途就放心了。老母，善哉。祭佛带扬声游历3界，访道著书，普度众生无量，以证最上品佛果，毫光大放，千百亿化身，无量无尽，慈悲佛。祭佛，叩谢老母恩赐，我爱轻松无泪，这些佛号功德，愿意送给有缘众生。纯阳，盛会结束，扬声准备谢恩。扬声，遵命。以身经受天地盖载之恩，国家、父母、师长培育之德，身现圣门，瞻受天恩，奉旨随祭佛恩师，游3界而著书。今日书成，蒙受老母、玉帝及诸真圣佛宠邀赐宴，心中感动，五体投地，叩谢慈赐，愿遵圣意，继行圣道。老母，扬儿起来，多劳累了你。母喜游记颁布，受到感化而回。头像善弥子，不计其数。虽劳有获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种道得道。今日莲台盛开，你之果位已得，心可安慰。为赏赐甚，贤诸生，母特赐琼浆1壶，命祭佛带回化饮，以助灵光慧命。扬声，感谢母赐。祭佛，这1壶琼浆，得来不易，这是血汗所凝结，经天地日月精华晕化，以去浊质，如甘露，正是天上妙品，
蟠桃剩下一个。杨生吃它吧。杨生，我够量了。祭佛，那么我将它压之盛在琼浆内，分享圣贤诸生吧。杨生，甚好。师兄师姐们甚为辛劳，我岂可独享，应多赏给他们才对。祭佛，好好。纯阳，盛会就此结束，全体起立，送祭佛。杨生回堂。众神，善哉！功德无量。杨生，拜谢老母。玉帝及诸天仙神圣佛，愿神光普照。祭佛，感谢老母、玉帝、诸真仙佛，我将辞驾，杨生坐上莲台吧。杨生，我已坐稳，请恩师提好琼浆。祭佛，放心吧。我们回堂。杨生，辞驾。圣乐正吹奏着离别曲子，离情依依不觉心酸。祭佛，这是我任最后一班车的司机兼导游。杨生要提起精神。下车之后休息一会儿，静养气神，但愿后日再上联车时，已会自己驾驶，为师愿在你旁边作伴，陪你云游度化有缘。杨生，但愿如此。感谢恩师赐我灵通智慧，使于途玄祖同沾光辉。祭佛，世间绝无不劳而获的事，此乃你福有应得。云车马达声渐渐微弱，风声淡淡，载着《天堂游记》这部书，一字复一句，一日复一日，一月复一月，一年复一年，如今采集了这些宝贵资主，已装订为一部天书。老衲已将它运到墓地的这辆车子也将送入车库检修、充电、加油。经长途旅程，司机、游生都已疲倦，也该休息了，以准备新的旅程。再会。圣贤堂已到，杨生魂魄投体。天堂游记完。